都會白人個味啊。My screen， OK， 我嗰陣時特登呀，佢哋吹氣。OK， 看到。清咩？做咩我整夾blur blur 嘅？Di internet ban mà, du jelas, ami, du bangsa, jelas kok kapan? Du咩等陣咪教講。啊，清啊 ，OK， 청아，唔知청아不啦。你話名咩啊？我未記得名未記。Cheras 唔是 Cheras，是 Conot 唔是。Conot 唔是 Conot 唔是啦 ，Conot 是 Cheras 啦。Cheras 是 B1 加。你話我頭一 letter。伊位啊，伊度嚇？伊度係會走回咧。伊頭一 letter 係咩 ？B。不中。嗱，我頭先講啊嘛，喲，我想伊度係會四邊回咗，真正回。係咪算 OK 啊咯？我就無大啲單咗馬鈴個，無大啲老王，無大啲價。Oh my god！我舊老人講話過換證咯，我唔知我家己唔家己。我頭擺成啊！伊就咁話講啊，亂一起紅，講。我跌到啊！有啲落樓啊！我嗰個會嘛？豬冇病啊！不中箭真會。哦，冇病嚟。哦，冇病先啦，大樓灣啦，呢只啊，冇人吹啦。冇人吹。啊，冇人吹啊，會死啊！誒，我話我 profile 我就寫應該我件事翕嘅啦，我就寫隻神白嚟嘅就，我係諗看嘅啊。誒，我 start 啦嚇。OK。真神白。我 that's why 先看有哈。咁啊，教 test。哇 ！silence。尖波執落款呢？係啊，各位聽眾，各位歡迎到人，就真係收聽邊個學嘅節目。即係禮拜，我人佢就到底嚟做新嘅節目，未記佢嚟賣嘅，等陣。然後咪可能講嘅是，後尾行經本就新就你看我哋 Aurora Borealis 嗰啲後尾，我未記得，俾人叫係咪啲螢火蟲？係咪螢火蟲？鼻子光啦！屌！北極龜。Aurora。南極龜。Borealis 屌。冇一邊藍嘅，依個係白嘅。王菲莎是係 post。冇，要掉晒。嚇對。南美是 Aurora Australis。哦。是一上面嘢咧，看到一看出嚟上咩？上嘅。是指 North Pole 即 South Pole 啦。South Pole。Tasmania 加 Melbourne 嘅 Tasmania 嘅 border 會看到。誒，真係未記介紹啦，大白咖啡先嗱，當佢哋揾大白咖啡到啲粉位阿岑樂沙歡迎到對嚟了，真久冇見了。Thank you，咁樣了個 ，Miss 人嚇。誒，我有隻 topic 係是燒掉，是單咗對嚟時咁樣做啫，所以咱12個月先做。個有蕉啦，唔是個龍啦，歡迎阿龍。嗨，大家好。個有哪隻 slok？ 我講哪隻 slok？Hello， 哪隻 slok？แล้วก็กาโล是隻係你แล้วก็唔是ออติตู係你ออติตู Hello， 大家好。แล้ว這間是裝嘅嚇 Brenda 亨是新人啊？我講地址到啊，跟叉。學檢查，歡迎學檢查。 Hello。都是打。
就是打，警察都是打，衣服面哦，有衣服面哦，我係衣服面。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 Aurora Australis 有แล้วก็Clubhouse เป็นไงเป็นอิว Clubhouse เป็นอิวไลค์ว่าจะเป็น Clubhouse เป็นอิวอุณน้ำใสละกับอลิงอ่ะกับอลิงจะหลอนแล้วก็กำพุยละไม่ใช่กำพุยป้ากำตีหัวหนึ่ง Hello， เฮ้ยว่าขออีก anticipate ว่า introduction นี่มันก็คุยซะไก่เก่าเนี่ย我講咧，等 Clubhouse 做到真正 Hi Barry HD British Cross Hi British Cross British Cross 係講啊嚇 chat 入邊 British Cross 係講啊唔知 British Cross 係講我講都係講嘅 Barry HD 你跟佢講 very HD。嚇，到啲แล้วก็一啲外國咧是特別嘉賓咯，一啲人到啲 Clubhouse 人哇歡迎 OK 即係禮拜咧我人會講嘅話題是講 tricky 咯，若是講 tricky 啦，你每話一人咧，我唔可以講兩點鐘。and 我係 tricky， 我係幾個嚟講㗎啦，搞笑。OK， 咱咪講 tricky 即係特別tricky。before 我自己講 ，because 我只小個為 tricky 數，我唔係講我做為 tricky 落仔。人講咧，人成日對 tricky 有他們特別看法，還是普通嘅人講法？阿家。然後我咪看小英嘅人，會使到啲拼 link 嘅，到啲 YouTube 啊，到啲 Clubhouse 嘅拼 link。最近係最近好尖嘅。哦，尖啊！是咩？你咁為到要情期咯，你咁為到最近水水白白罐罐嘅呢，你咁為到要情期咯。韓國人真係注重樣嘅。係 shape 水啦，是。韓國人真係注重樣嘅注意咯，對人嚟講是真係有幾啲名嘢。哦，所以八倍啊！哦，變 tricky 嘅啫。有時啲就已經嚟變 tricky 嘅時候，我啲 office 裏邊本身啲就已經嚟變 tricky。你當時你啲 public 對你呢邊看就能變 tricky 嘅。誒，阿龍，我未你看，你係使 try 往你買去 Clubhouse， 唔，往你買去 Google Hangout 哦。我唔做，就是講啲 Google Hangout。話等on 你買到 Google Hangout，你 mute 到啲。你 system 咩？我係接掉喂。哦，你 system 冇接。哦，got it，OK，咪見。啊，你講。個水咩？不，喂，你是講，我當見我做我 highlight 掉嘅時候，你 because 你冇出聲嘛，所以我被看到你被 highlight 掉你係我對 manually 訂。我即係到啲，咪見我做咯 ，OK， 嗱，啊你講。係咯，因隻把背就到變住機嘅，所以當時講你當時你做 OD 嘅話咧，你暗暝半啲 office 嘅話咧，你會看到上隻人有可能啲 office 裏邊咧邊攞打嘅住機嘅，因為隻把背波段咧特別變住機嘅，我半邊嘅咗，我對人啦，我半邊嘅，แล้ว 定得到馬來西亞是喎你啊？冇人時候嘅，我嚟嗰時變嗰時播隻 lunch 嗰日我特別變住機嘅。OK， แล้วแต่หลังตัวที่ปูช่วยกี่โกก็ช่วยกี่บินชอบกี่โกแล้ว office 啦 office ช่วยกี่โกช่วยกี่บินว่า本事對แต่หลังปู有嘅係啦你看到揸住人啊是隻把背嗰日一點半放隻對人啦一點出背嚟時你看到啲 corridor 啦 office 裏邊啦有人見到ช่วยกี่對面有訂好事ช่วยกี่โก咧係啦行掉嘅我每路行去對咧我每路人人去對咧 OK 我是不每往時韓國人我嚟看你關係講樣變 tricky 是，當然是到處啦，到 office 較少啦。到處是樣變 tricky 是，樣有時候講係一種關係講，你會使行嚟行去，冇時候講特別 care 啲事。你有陣時呢啲 office 裏邊咧，呢啲看到啦，小家家冇啲 lobby 嘅所在啦，佢暗掃掃嘅幹啦，你看到樣有陣時啲看款啊，借到，然後嗱變 tricky 好。呢啲邊有最機嘅？我本身你看你，我往時就啲 office 本身。係啦，而家咧有可能是啲到你哋外口咧，因為其實到你上股嘛，因為自己外口邊個嘅都是其實一倍。我死嘅話，我直頭到啲，我係 desk，我看人啦，我就講我係人經理嘛，所以我看有人到啲 office 啦，最近咪是冇咩人咯，你就即病紅寶病毒啊，咪是即唔，即面出去咯，面出去到啲 office 邊，到啲 white desk 啫，
所以我係出去過，แล้ว邊個滲透會去四處啊，我較驚去醒嘅。但係啷做啷做嘅，我做袂到嘅就，你鬧係啊嘅話咧，我係脱家貴脆嗰粒配嘅了嘅就，真係歹看嘅就。特別我覺得有時韓國人啊，以前伊外口正氣嘅，伊外口是正氣嘅你吹就俾撳安尼。但係伊外口是我別，我特登這邊嘅，我是會貴脆配嘅了咧。是哦，成下球潮啊！佢爆緊鬧啲，出來個，爆緊啲。你講你試是歹看，鬧一啲，還是你會 control？鬧嘅，但係我 control 我是 still 會鬧嘅，所以我就用攞支手變出去嘅嚟講，一個手是線。誒，我用電視我用吹大數，是唔是？冇啊！你吹大未比我還大嘛？我係成特羅王嘅咧嚇。呀，我不是我變咗一 black cat 嘅了，但係我 black cat 乜啊？變出去，我就係是變出去。哦。我講是係咪數啦 ？because เรา邊嚟是เรา有加個追成咯。我有嘅，我成家嗰成。哦，OK。所以我做我全部我做一啖。我冇加個追成嘅。上次配嚇，加個追成。有後邊嘅嚇，我都唔配，我冇配嘅。because 做喺啖咩咪是出配咯？你用嗰個電話就夠嘅。但係你講嗰個，但係安尼直配啊。於是我冇我頭但我手邊咧，我冇。我公司為出去點性嘅喎，我可以抌性嘅喎。一個嚟係。哦 ，there you go，there you go。That's why 佢出配。你寫你愛曉咋嘛？誒，阿真誒，咱看 YouTube 嘅人啊 ，YouTube 上就會 mute 啊，無我佢聽到。係啊。南西啊，邊個頂是？誒，做咩家己開到對嘅？我 mute 咗嘅，伊家己嘣，家己開到對。貴嘛，佢告訴我未講過啫。是咯，我頭先成掉出冇人講你估白鹿吉嚟咩？啊，你特別計講成沙巴，即係點講？係咯，哎呦，海燕，面子哼，誒，什麼時候跟差嚟嚇？面子，海燕面子哼。Hi，邊個學嘅？邊個話 ？Hello， แล้ว Hello Thais family， Hassan Tamberling哦 British Cross 是 Adrian 啦 ，Adrian 是蕭劍湖啦，蕭劍湖啊 ，very HD 講 OK， 感謝啊，แล้ว誒，我未記我當做咩啊？我諗住記掉，你記得冇？記得冇啫，但係未講我係三星哦。我係三日節啊！我起來裝水起來裝液換衫吹頭毛 set 頭毛，然後起來穿衫水互人看啊！你看我係衫，一底無啦，一底穿 sweater 呢。然後吹氣，你看我係吹氣，人講我係吹氣做廣告未？假如吹氣呢？唔係馬狗，是啊，我馬狗講上這個話。誒，我係吹氣開咗這類哦，即個我做我吹氣嚇，最一刀呢，你就所謂 Invisalign 呢，都較貴嘅我係先你 computer。係啦，是呢嘛。最幾就貴啊！我做佢情幾箍本啊。你做咩？哎呦，你是小數啊？情幾箍？對。生椒半攞刀。啊！你做咧 root canal，你覺得你情幾箍咧嘛？是咯。如果你一個冇個線嘅就做一攰一下，攰一個唔制你做嘅咋？你成日做白吹氣啊，係咪物件？我就淨係個酸個聽。誒，我唔捌做過，但 today 樣話 visit 到，樣 visit 我一到呢講I mean 我係 last dentist visit 其實講，因為看到正後尾就 shadow 唔知是你穿 Invisalign 咧，有movement 咧嚇，伊做我一啲有一些就 shed， 我係肩嘅手機肩嘅一啲有成個一個 pocket 你知啊？I mean 伊特步嘅來，所以講我特別 watch out 看，但是講拿來拿大特別做 Invis， 特別做未？係咯 ，root canal， 我係 now froze。想做未？即係是咁嘅數嘛？係，means 有 pocket means 有 bacteria 喺裏邊嘛？係，伊唔是 pocket，唔是特啲咁寫，伊特啲喂 tricky 堅嘅啲啊。堅嘅。你 X-ray 是看到嘅 X-ray。誒，當見 X-ray 係樣做線嘅 X-ray 線呢？
你成日做 MRI，你看你驗掉隻物件，你係你考壓掉呢好，你咪嘢你 X-ray 掃一掃佢轉360度，唔是360度，冇幾個倍啦，你頭整780度，看到你幾擺出去嘅了誒。是啊，唔是真影嘅咧。I mean, it's just an sweet way 嘅。last time 冇喎，last time 咪是安尼，後尾加咗一隻物件咧，一掃咧。我哋見嘅。不，我特別誒 ，please 啊，我一年是去3擺到4擺啊一年 ，because for cleaning because 我當做咗 Invisalign 嘅事啊，然後你在依個有電檔時，所以我 make sure 特別較 extra 清氣啦。特別 maybe 我 dentist 冇equipment 冇你講話，一冇呢塊冇呢。อันนี้ modern 個定到時，但係 still 有個喺這裡，然後倒到邊啊嘢，然後呢塞嚟呢，然後往時一幫轉時，出來個布嗰度翕過，然後好似 vest 咯，你穿咗這裡 X-ray vest，你加了嘅時候咪加了一個 magnet 到嚟除嘢嘅。依是 magnet 嚟哦，我唔知是唔是 magnet 嚟，但係依是鐵啊，是 magnet 啦。依一支物件，係咯，好假了，你是一支鐵出來嘅，你鐵咧起來要直接一看就 circle 所以好多 point，你 frame 嘅時候 ，X-ray frame 嘅時佢個準到啲area 嘅。是咯，成日我冇加下你，係你有180 degrees 嘅加硬，免加了係你。對。Because 我係除呀，我係左前，即係啊，係左叫咩？你嘅做？唔是，是咩？嘅做啊？叫嘅做咩？即係咪嘅做？嘅做我哋最把咯。嘅做是最把咩？嘅做人講鐵你唔知？咗。即係叫嘅做是咩？你有位是為咗想寫嚟嘛？你有位是我特都加下啲鐵嘅物件，一定要歪去一邊嘅，一定要別掉別，你條可以 vertical 嘅嘛係？我加呢要我一開始嗰條佢跳過，我第一件係留俾坤嘅。嚟講個小吹氣個，講你平常時小吹氣人。咗咪是吹熱刀啊？吹熱刀，但係我哋上條講你講條時係物件，其實做時你吹氣嘅坑嗰陣。是咩？我頭先講嘅做是你嚟，人講就所以一時吹氣把伊邊嘅坑，伊唔是迄個把啦，伊是迄個把迄個坑。嗱，我一個老人話，嗱，一個老人話叫做係咪當嘅做嘅？鐵氣當嘅做，就是講你吹氣呢是鐵嘅你嘅做當咯，所以你吹氣當嘅做。鐵氣當嘅做，鐵氣唔是stubborn咩？對啦，嗱，如果嘢吹氣時候甜咯，伊是上邊啦，講伊鐵氣當嘅做咯，但是你嘅做係當嚟講，嗰是你做嘛，你嘅做係你坑緊咗係當咧，還是你是講鐵氣當嘅做？嗰啲嘅做時你吹氣把係你坑啊，就係你 canal 就 canal 就是嘅做咯 ，canal 就是嘅做咯。哦，是啊 ，canal 是嘅做。你 root canal 係 canal 啊？你 canal 咯。但係你講你吹氣見係你坑叫做嘅做啊？坑就是叫嘅做咯。哎呦，死我唔知，我特別叫嘅做是你嚟。嘅做是你話我叫。你成日講你嘅做掉數掉啊？你是講鞋刀咗？鞋是尖啊，鞋是尖啊，咗是你自己骨最貴你一邊嘅叫做自己嘅骨叫做咗咯。尖我咧是。特別我 confirm 嘅做是自己嘅你坑嚟。我唔係講自己嘅坑，我講自己嘅我是講自己嘅坑。嘅做，我哋講做是伊個 gap 嘅意思啦，意思係你 gap 啦，做是你 gap 嚟。In between
in between 你喙齒嘅迄個坑叫做嘅做，是講啊？對。哦，錢是一下組是最左嘅左嚇。我唔知喎。阿淡媽幫咁啲講你嘅做誒做，冇冇你講。下刀，吹下刀。不，你講天氣當嘅做嘛對唔對？你講你意思是係咪你嘅做是係咪物件？你講係你當嘅做。John，對，好啦，你當是係咪物件咧？唔是當，係當，即當。伊是當，伊唔是當。哦，伊是當你鐵嘅當嚇。鐵嘅當對，就是講伊喙齒是鐵嘅。是我頭先轉落嚟成講鐵嘅當嘅做就是你鐵，你嘅做你咗當啊，變做伊鐵嘅。唔是，迄個嘅做是當嘅，所以規 set 裡面嘅，你喙齒是鐵做嘅，你嘅做是當嘅，唔是當是當。哦，關大。OK，你我唔講，你嘅卡咗我是耍我40幾年啊，講嘅做講唔對。啊，但係咱講嘅做是變做咗嘅，同佢去。我看你無假啦，你就講咱同咱嘅影響無少嘅啫，變成學嘅。你無假嘅話，你學10年過後啊，嚇，一直就變，咪是咗咯。Wikipedia 就接咧，呢是咗咯。Definition originated by John's usage. Originated from somewhere. 呢變做咗，其實台灣人本對就講嘅。所以你講係是啦。你幾時家特別講嘅做啊？你就講我係嘅做掉頭，我係嘅喙齒簽嚟哦嗱。你唔想喙齒掉頭嘅嘛？我唔是嘅做是。按照你嘅做條頭咧，你是講 root canal，我按照人安尼 specific 物件，咱個有字啊，特別咱個無咪講到嘅物件咋？唔知做咩事咧嗬？按照人安尼奇怪咩？嗱，我是個仔學嘅人，喙齒歹嘛聽嘛。有可能喙齒攰字歹咯。我看把你聽講，你冇記啊？等人啊！正暑假嚟做劍喙齒嘅都冇未記啊，喙齒就搭對嘅就。特別，咱就做劍喙齒係咧燒啲喙裏邊咧。特別嚇，我啲想到，你知我講關係嘅，定到我講唔到我講關係嘛？你冇聽到咧，當然冇時間講。冇當然冇啊！我嗰邊咧學嘅時冇，我講我出嚟啦，咁講話啊，所以我講我咪是講當然話啊，是特別嘅做嚇，我感覺到是唔是我今日一人講唔對呢？但是我係講唔對嚇，我出嚟講唔對，但係是講佢白嚟人咩講唔對，所以那是人白人講嘅做當做咗呢，唔是真啊咗呀。嘅做就是佢特別一邊去，所以我講嘅做酸啊，當時你食物件，你嘅做酸就是講你一邊成隻酸酸嘅，可能你食酸嘅物件時候，你真嘅做出，感覺到你嘅做女呢。所以讓別人好講，你可能甲我講者，冇可能是我一人嘅。你啷講咩？啷講嘅咩？我講咩？南海是真啊，冇下角是真。哦，我係。係咩？下角啊？係 confirm 係將正俾有成超咗就係嚇。即漸啦，漸啦。阿龍個界。海是這邊啊？對。了，咁啊，下角是咩？下角是咩？下角我唔知係咩嘢咧。下刀，咱不如使叫下刀。下刀是一啲刀，即係蟹嘅下刀是上面嘢嚟。哦。我係嘛講下角嘅喎。角啊！因為全部是講下角吧，我係話你呢度俾隨佢 research 講下角上面啊。我講真啊真。所以下角下刀下蟹嘅咧是上啊，一諗佢俾背字for 咗啦。咗有啊。嚇叫咩？我講咩？冇但我講係啊，當然笑唔出啊。哦，梗係唔啦你。下咗。吹下刀，我講吹下刀。哦，吹下刀嘅下刀冇上咩？好靚，你看頂麥人杜蘭咧，個老公咗時。你講我杜蘭咧，我出嚟人分就講出嘅早期。係咯，直頭刷了咩？掉啦，你掉。我同你講啦，你有時講你看字典嘅話啦，你除咗嘅話啦，even in Mandarin 嘅 Korean 出嚟啊，本是錢嚟就。哦，未必冇半白 ，lower part of face，未必冇半，
嚇無半嘅咩？有隻隻話是無半嘅咯。 ，maybe 無半，有可能無半。吹下豆加下角，就咪都講下海，係，唔是下係，海，唔係講係啊，很難啊。係。阿咩話講嘅特別。但是我昨日學讓Clubhouse 嘅，我感覺到啊，我感覺到啊，啊，半撳啲講嘅啲確就是咱人講嘅咗嚟咗。因為我同你吹到是字啦，嚇我感覺到是字嚟咗。我多全部係說話係啊，我是講誒，是講我是我來自邊嘅是我哦 ，from 亂講是叫哦，so 是 for 咗啦，I mean for 錢啊，錢，因為迄個字本身，雖然講我唔知學緊話就講啦，特別迄個字本身，甲國即個音正話嚟咗，我感覺是上一個物件。哦 I think Chin 是外國 because look 那是 Mandarin 嘅話是腳嘛，腳是我的啥？下巴那個角咧，下不巴嘛，下這是下巴。外語是下巴。誒得誒你得佢可以講正，我聽你講。但係 family 講到是錢，人哋阿十大三對你那個冇可能講話，就個差除咗兩一個啊。是啊，可以講者，聽你講，做咩事？你你講唔掉。我 confirm 是喺個到是上面嘅，第二嚟 confirm 物件咧，就是這邊嘅，得人嘅成超就係啲尖尖嘅。等陣我未看到你 ，sorry。等陣我未看到你，誒我未 highlight 到你，等陣我特別去 manually。我 manually trigger 你個because 你冇聲數，所以你冇聲一被補嚟頭前嘅咋。OK，嚇，你講口上邊。嚇，你講。我感覺到我 confirm 這邊是係個是倒嚟上這邊嘅，國我唔係聽過咯，係啦，咗我本上被調變咗叫阮。哦，你其實或者咱去問看，咱成日看到咱講唔三時，咱係笑掉啊！哇，佢先講其實 so technical 個，係咯，是咯，其實有半吼，有半隻物件隻，咱喙口上大隻物件酸點先是咗酸嘛，唔是淺酸。對，所以我講成日講你講係你金爪，哇金爪係幾隻股吞，等陣做我小點的 example， 伊金爪幾隻股佢吞落去啊，伊夾咗會落一幫伊夾咗落去啊，嚇，了解去食伊爪呢大地，那股呢大咗。所以 get 咗 disengage 咁咩啊？嘢 root canal disengage 啊？唔知佢緊唔對，你講到唔對咗，因為啊，你講 get 咗，你即係講啦，你講 get 咗，伊 get 咗啲大會吞幾隻水唔是大，伊 get 咗會放喺零，伊放喺落去，所以伊嘅喙該開較大。你 get 咗，你講，你講有道理唔就？你講得有道理就，因為你 just imagine 講咱佢哋人嘅人骨頭啦，咱個喙齒是落擺嘛，所以特別喙齒會佢哋夾出來先，夾喙齒佢哋夾出來時啊，伊喙齒邊啊，係你幾片啊，係你喙齒把幾地輕啊，你咪是夾咗嘅咯，是啦，咁啊，是咯，你明講一個呢就，你幾擺嘅係你喙齒把有坑嘅時候，你插喙齒裂嘅，幾擺係你幾套物嘅，都是夾咗嘅嘛。夾咗嘛？你夾咗頂面夾咗，我係頂唔掉。對，貴勢，你就喙啊，都夾住幾時人哋看出來嘛？貴你嘛邊啊？迄個貴你就是夾做咧嘛？掉本啊嗬。哇，咱technical個時間，咱成日俾人學見就是。做成一粒誒物件啊，一粒。唔是啦，係你是做啦，冇事啊。做是坑，做是一個坑嚟，伊做迄個字咧本身。哦，最做嘅做。你個字嚟，最做嘅字嚟。伊是最做嘅字嚟。對，依個最早上面嘅。最早上波啦。啊不，最早是的，gutter 哈。哦，gutter。波是嘅。rain spout 嚟 down spout 嚟 rain。波是嘅咩？波是珍珠。珍珠。不連，唔是，不連是 diamond 上。diamond。我啲上一字嘅組。OK 啦，咱講，但我講講嘛。黐嘅物件嚟，組是個黐嘅物件。即係落，即係成講落河啊，咱古仔咱嘅厝邊啊，你厝頂邊有落嚟，成浪教緊落河咧，最撞啊！你叫做最，你不是最做嘅咯？water spout gutter 對嚇。誒，我俾講嘅是但我講劍喙齒嘛。
金喙齒嚇，啷講嚟看，啷裝八人有成個係金嘅喙齒上。你當外面因為講啦，為哦，老人啊，應該是講一個行業啦。你知我就先行。只是成個講伊人，我在聽到嘅是英國人因有係茶嘅喙齒嘛。yes 了金是成個講啊貴啊，用嗰啲茶咧是未必食物件嘅時，伊個茶刮你嘴，伊個叫咩 splinter。splinter 你吹準了，插穿嚇插錯，我插錯掛地吹準，了時伊換咗金去哦，換咗鐵去，金。你講咱細漢是即係一個老人有你可能金未出去嘅嘛？哦，我每趟啊，咱日 post 喺金吹去人。啷到啲 YouTube 嘅人，啷看成個話講話，那是話講話加我哋都講話，成個是有清查嗬，我哋都隨身無咪準嘅我看，你講啊？我哋都講啊？未講個名，講個名。喲，你 delay 喎？你看我哋都在 delay，啷看下有喎？喺 YouTube 啊？嚇 YouTube。咁就是 YouTube delay 嘅事咯。我唔是，我 I think 我係 setting 嘅事，所以我特別 retweet 過。Anyway，然後OK，講到啲金喙齒哦，金嘟金哦啲嘟。我話你識金喙齒嘅事你到老人發做嘅嘛？你講嘅當金喙齒當金，你其實係樣嘅 US 嘅 rappers 樣個。哈，對。包嘛，就係 platinum 啦，係 diamond 啦，係而家係貴出嘢嘛，所以樣嘅我諗嘅 rappers 就係係這咯。了，你聽到嘅事是中國人做嘅事，伊是會互人看到講伊人有累了，叫人可來做，還是伊喙齒歹了，人就要夾金來上啊？I think 是佢有累人家來做嘅話，有累人家來做嘅。啊，冇乜嚟夾金，到去吹金對本。嗰就是個盧卡有嘅人家做嘅嘛。啊對，了。當我看下filter，當我看安怎 filter， 我係死哦，我未曉 filter。當是啊，人講到我解啊，我知道我嗰條。咪 filter。delay sync，OK，等我 minus 100 millisecond，但我 delay 有100 millisecond 看係啊。แล้ว特別我 actually 我看到伊有解釋啊，咁用做金喙齒咧，伊金喙齒唔是中國人做嘅物件嚟。哦，金喙齒是比中國人講長人啦，咱佢是感覺當古早長人安尼款應該是咱長人嘅風俗嚟，其實唔是嘅。做金喙齒咧唔是中國人嘅物件嚟咗。金喙齒咧是真真正咧瑪雅嘅人嘅物件嚟。哦，樣安怎做咩事咧？因為2000幾年前啦，如果會穩、會用、會大漢嘅物件咧，是跟佢金呀，冇咧。對，冇把物件會做到迄個物件咧，所以變咗你喙齒啊，歹啦佢又你係做喙齒嘅話咧，你梗係用金嚟做呢？伊無成個咱當今呢隻 technology 啦，下面幾物嘅不一樣嘛。所以當今咱鬥金喙齒咧，好似另外一種嘅想法咧。鬥金喙齒主要就是俾互你看我好嘢，我有才調安尼款嘢。特別古早時嘅人咧，唔是安尼款嘅想法咧。古早時因為是伊無辦法，伊無其他物件嚟代替，伊梗係用金嚟做呢。哦，所以無法度金是地下地大漢地用，係咯佢無臭味，佢未歹。因為喺啲喙裏邊咧，嗬，你佢未感覺就硬固嘅，喺你食緊金就無辦法物件咧。哦。แล้ว有可能金門卡伊個較軟用咯，較軟，無伊有可能做起來較英文咯，因為伊金一樣啦，伊是一樣嘅物件，伊安怎講啊？迄金是一
養了去做迄個形出來過後，你個定到對嘢嘛？對。有可能是安尼款，所以以前時講2000年前嘅瑪雅人已經是安尼款嘅。因為迄個年代無 plastic 嘛，下面無嘅嘛，當然無像我當然安尼一絲啲無相關嘅 material。對，金是 actually 鐵裏面啊，隔了鐵裏面金是更女嘅。就是個因女啊，伊你成日你變形咯，man 你模就嚇你超形，แล้ว個特別你使參淡薄八項鐵啊，做嚟較定。特別有可能伊人講女本唔是成個講女嘅。特別著金是只女咯，伊是學鐵裏面嘅，隔了隨起來是隨著較女嚇。你變做咱成日食物件來播是，特別伊應該是唔是？如果伊是規支是金啊，還是外口會成個會磨起嘅位啊？嗰是金嘅，磨起了是車你出去嘛，車你出去。唔係啊，係你 rapper 是 gold plated 咯，伊面是真貴嘅。伊唔是 plated，我是伊是叫咩叫咩？係咪 ？veneer，唔是 veneer，伊是貴落起嘅，成個叫做 cap 啊 cap 啊 crown。crown，OK，等陣 ，OK，sorry， 我就 obsessed with tricky 所以叫人別人講咪幫 tricky 物件告訴，係咪物件？成到最 tricky 啊，係咪物件告訴？嚟，會聽。我頂禮拜嗰有一個朋友，伊甲我講，伊喙齒疼了真兩個月。哈哇，少嘅我講。伊 X-ray 嗬，伊啲英國嘛，所以伊伊 doctor 的 X-ray 伊喙齒，伊啲 X-ray 了，講可能係咯。無弟弟啦，I mean X-ray 就看伊 X-ray 講你喙齒無數，แล้ว可能講你喙齒見啦，跳嗰啲見嗰時係咩人講 operation 嘅咯。做你 root canal 啦，嘅跳嘅做。咁一輪又買做個英國貴本嘛，一輪又停咗咧，แล้ว就講貴咗幾哪禮拜，แล้ว伊決定因未得閒了，伊決定去看另外一個嘅醫咯。一看迄個伊嗰時想，伊看咧個 X-ray 講。你喙齒就無數，你係想有可能你 sinus。哎呦，對，有可能你 sinus，所以話伊就絕對伊去買迄種洗 sinus 迄種鹽水啊，噴，伊講嘅啊，伊噴了，嚇，佢哋係咪啊 NASA code 嘅，伊噴了好氣。所以唔是喙齒疼啦，有時。伊是 sinus 伊流落去，影響到伊喙齒嘅筋，所以我讓喙齒疼，我愛留意一點半數磅，把我 share 出來，所以 at least 人講，唔係做完我嘅嘢，講好彩伊不去做咯，就係佢是咯，有當時用嘢會看唔到物件，攞落盤。because 伊家己就講咧，我冇看到有咩問題，就所以伊想到你應該過，就是可以斷筋啊，佢換你筋。你特別覺得，我覺得換筋就更好嘅咯。做點使是算下少嘅。哎呀，偏，sorry，我就想到要換你做咧 root canal，我就鬼辛苦，我嘅你揾，哎呦嘅你嘅，哎呦，my god，我做唔來啦。做咩需要做 root canal 嚟啊？我唔知。伊換伊見咯，伊俾佢 infection 啊嘛。做咩需你係咪是出去有坑啊？係咪？有坑到間落去到個嘢見病啊，所以就係。伊就係咁板嘅，要 gap 咗。過嘅，我唔捌掉嘅，所以我唔知係咩嚟。伊換安了，停了一個月嘅，你看咯。我有時拄到時，我係喙齒定面無數，就特別喙齒下底閉起咋，所以我唔知。我就是講伊喙齒卡落去卡邊嘅閉起咋。你唔使啊，你放掉誒，拄到伊嚟。你拎嘅，拎是大媽攰嘅。哦，迄個會使，即叫會使，即叫是來邊嚟？我知。劉本納子啊！哦，劉本納子哦，誒，你拎是按照攰拎嘅拎。到底會是即你，會是即你呢？我偏過先你拎落咯。嚇，即係喙齒嚇，喙齒。Hello，劉本納子，歡迎。Hello，大家好。啊，你咪講喙齒告訴。你有到嘅喙齒。啊，唔係講 root canal。
哈咪做到可能做過，伊是嗰喂出去頂擺我骨頭啊，伊卡到佢出去伊內邊伊 nerve 啊，死啊！所以是講佢無做到，可能因為啲內邊派出派啲內邊派佢換去啊，所以無好啦，所以就會愛一個 dentist 就會愛去清嘅啦去。了為伊個嚟治療嘅 nerve 出來先，แล้วก็嚟做 crown。真呀，看好。迄阿婆嚟講係伊 nerve 直聽，是唔是啊？伊就被 remove 伊 nerve 㗎。出去嘛，我唔睇哦。其實你裏邊咪就死啊，你無清氣，咪是裏邊啲慢慢睇啊。你做嘅事，按照你老人講下，你咪做過嗎？我哋都嘅林文阿姊都講下伊 root canal process 現狀。意思basically我是嚟看落去嘅，見嘅位咯，你係一個路。你手機是 remain 了。到啲啲處嘢嗱，咪意思我看得落，安怎到啲得落所以example 你摸啦，是嘛，安尼 shape 嘛，對，所以你咪是我嚟看落去。true 你處機會 drill 就看下，成個油呢，แล้วอีตัวเป็นบ้านเลยคีนี่ไอ้แล้วอีตัวไอ้กับลูเซ่หอยเชงคียายดิสแฟกแล้วสิโกกับลูแห่เลยแอนติไบโอติกโอเคอีสันเสียจากกับจวนนะครับเนี่ยอีสันเสียโป้จวนนะครับสันนะครับเสียชุยเลยอันเดียวอีฟูละไอ้กับอีเสียงก็สู absorbent อีสูอีหาอีจวนบอกอีจวนสิ有了喂แล้วอีชุยแล้วกินเลยครั้งแล้วอีกับลูซิลเฮีย喂，你康是做咩？你康ทัด物件係一ทัด一抓自己入面嚇。對。所以大物件咧成個小事。我未記要夾出來啊！我會，I think 像是有咯，我以前嘅擺落頭嗰時。我聽我係我冇講嘅，你聽嘅做衰。多謝你吹咩開啦，有正一嘅咯。哇，咪水咯，你誒冇係咧，係亂咗，笑你出，咗正面。或者咱對佢本來嘅時，咱佚佗嘅時，咱俾佢哋佚佗嚟 game， 叫你行到出而家講，叫你講話。講嘅做特別唔使佢，嘅講，嘅講。So what apa the worst is because it is said because if you have Clorox, you have bleach. 嚇？哦嚇？應該 infection 係bleach，個緊都鬧佢咩？你個隻掉啊！個隻掉你 bleach 啊！你 bleach 睇啥咪嚟？安怎會睇？哎呦，我聽下個你呢？你真古準。你女啊，哦 peroxide 啊，喂，但啲講是 Clorox 嚟喎。哦，意思係真係 Clorox 啦。แล้ว你拿你吹มาแปะเหรอ你拿เอาแปะเหรอmaybe 是真係diluted啦，我諗唔使啦 ，maybe 是真係 diluted Clorox。喂，啲dentist 講是 Clorox 嚟㗎。我會諗budget dentist 做 whitening at the same time。喂，就是你講係 good transition， 我會每人看，讓住人不做do whitening 佢，住人不去按照講嘅學嘅話，做你出去白 B bag。你覺得啲是白白做嘅嗎 ？B bag 啊，B bag。有個人我漂白啊。漂白啊，漂白本嚟使咯，就漂白咧出去。裝把去漂白你出去佢 B bag。我唔捌。但係你講咩 B bag？我冇唔捌。B bag 是 B 嘅水嘅意思，水啊。哦，
哦，冇，迄個是教 Mandarin 嘅講法啦，B 白。漂白我而家成個漂白是 bleach 咯。漂白 OK。Black。แล้ว阿龍都白咯，我講韓國有隻字韓國。韓國有隻韓國安尼款嘅物件佢嘅老本有誒。韓國你有淡薄類啊，你寫淡薄，係咪要做下？一個月去做一淡薄，一個月做，只一人不是呢，我當初個人不是呢。那是去整你卡嘴腔，我才去做啊。我就水嘢啊。我四出去嘅時，伊人有做嘅咯，係你 whitening strips 度啊，都要出去。特別唔是嗰啲人嘅咋。有啲人做袂到，有啲人無屬於。我伊講我自己成日你食就是安尼款咧，我未過隻白咧。我冇關咧 ，actually， 因為我啉過啤嘅人得掉是得。你是 stain。對。啤啊。啉過啤個無你香，啉茶地香。哦，是咩？啉茶自己會較黃嘅咋，啉過啤個無。茶有 tannin 嘛？對，茶較有嘅物件嚟。我未使啉 wine 咯，wine 咪有 tannin。特別你無特節啉啊，wine你未特節啉嘅嘛，果啤個茶是直接啉落三個拗嘅嗰種嚇。冇啦，我直接啉地隻嚼咧。我未，我聽到啉只隻我啉 green tea 嘛 ，normally。所以我啉 green tea 嘅時，我係 dentist 講，你啉果啤啊？我講我冇啉果啤喎，你講嚟講去，冇咧就係講 green tea 嗰啲 stain tricky 嘅。แล้วอีว่าลำบินจะว่าตัวที่ว่าทริคกี้ลำบินนะวิว่าบินเนี่ยสิว่าบินกว่าเขาบินแค่เทียมกับว่าบินเอาไว้เป็นก็จะ所以講特別講เอาไว้เป็น有พัง唔是พัง有成個 groove 淡薄有錯一分但係一掉到啲你分嘅特別有嘅是對出去成成嘅對，成嘅。伊講是 gene 嚟嘅，我以為我老佢冇時會我講你爸自己是白嘅是黃嘅，我講我爸自己本是黃本嘅，講讓你 gene 成成就是愛黃嘅。我係出去本上，人講我係出去白啦，特別其實我老官時講我講我係出去是無白，我係出去是變起來個別人伊是為節嘅，特別唔使做人講我出去白，你I think我出去成幾多。片你可以數，未必你看成個，你看其實伊食是唔是白啦，伊食是黃嘅。等我記個頭前係啷看？甲黃人杯，會看到攞 YouTube 嘅位。但係對，你唔是你貴嘅白色嘅，黃嘅。有個人漂個成個小白了啊，無做人去啊。有啲人是安尼款嘅咯，韓國有。伊成間淡薄藍色嘅嚇。伊廣告本是安尼款嘅咯，伊講翕出來講，哇白㗎，我唔敢看咯，看得計驚咯，真係你嘅。佢哋是去 under UV 嘅光在誒。伊看到出去做咩？你唔使做上隻係你做白啊，伊會做你出去。strip 都係出去啊。女嘢，做出去個藍嘢啊。animal 真係。保險啊，這樣保險。แล้วไอ้พายอิงพายอิงจิว你知我去做出去嘅時候，我冇 request 你 whitening 嘅就，我是 request 係你。哦，ท่าน request 咩 ？fluoride，學你出去定。你去 dentist 時，我想你唔係俾 special appointment 時候，ยัง在個呢，係你淋嘅灰，你可以唔係咩？冇有嘅，伊係你 strips，所以係你 whitening 嘅 strips，係你 whitening 嘅 strips 有即係有 bleach 嘅。是上家人普通 over the counter 俾 whitening strips 本嚟。嚇 ，I think 加 strong 係你加。哦，我在用正做，我就小嚇，我就小看你YouTube 啊 dental work 嘅。哦，我冇 request whitening 嘅，我 request fluoride。哦，小路做好你 enamel 教。嚇，對，學你 enamel 教。哦。會是once a year or once a year 要教你做咧，還是會是冇教你做嘅？所以有一擺我去 dentist，我搬出來嘅時候去 dentist，我佢 request 講我愛做 fluoride。有 extra cost extra。有淡薄，係啊，30塊呢，所以冇講真。OK。特別你做到要幫人播，即係幫人叫我咩梅講，那 wrong Canada 嘅 water fluoride。有啊，會冇。 Usually be effect 咧嘛，Salah Malaysia water 如果那有
you have fluoride so that's why 让你手機特別 go for 之類treatment 嘅嘛。特別 overtime 你 enamel 如果你念個 B 還是念第一隻啊，你 enamel 係夾補嘅咯，你出去係夾補嘅。哦，喂，如果念第念個 B 咩做你 enamel 夾補嘢啊？對啦 ，acidic 嘅物件咧做你 enamel 夾補嘅。誒，啷個記者廣告啊？定當時我唔知係咩廣告啊？即我細漢嘅時咧，應該我哋都應該知。依個廣告是依自己喙齒唔使沾咗啲 acid 係啥物位，你夾出來佢自己女去嘅，嚇？唔是女啦，一卡啦，我意思是夾隻 shell。哦，是，嚇，你知啊？依伊是出去個 advertisement 係咪對無？哈 fluoride 成日阿咪講咪 extra fluoride 係啥物？係咪是 pronamel 還是咩？差唔多你睇下。是啦，是，嗰是 Sensodyne 啊是。哦，Sensodyne。Pepsodent 啊 ，Pepsodent。哦，maybe 啊，我未記啊，我未記啊，你講過。啊。有伊講啊，只個 Coca-Cola 們會做你出去一步啊，acidic 啊。迄個廣告是你食了 ice cream 嘅時，伊個喙齒上加好你講平。啊，對，你講。你是 Sensodyne 啊？點嘅你？係你 Sensodyne。你 Sensodyne，我按照講嘅時你，我伊夾一個你含卡誒去接 acid 誒。嚇！誒，你嗰一個是伊夾一支喙齒係想夾到切嘅呢？誒。我老，你我唔知。啊不 OK， 我講另外一隻，我唔是 obsess 講另外一隻就是伊嘅一支竹，你係沾迄個藍色嘅，然後你就壓佢字，估啊你，估了，哇！真正藍一陣暗嗰時冇卡嘞，壓佢字，哇！我只時候我特別叫我媽講你細嘅我等嘅作端嚟好唔好？然後我成個人我嘅寫字，特別我嘅嚟字乜嘅嚟壓。阿總，我而家搞到上真嘅啊！我本事。誒，別怪啦，做廣告人成日嗬。就是啦。誒，做咩事你媽會叫到啲我頂嘅？你家己是先生咧，唔是？嚇？叫姨媽嘅。我叫阿媽到我等嘅。我你叫你媽嘅，我唔是你媽叫你嘅。冇。因為我阿龍啊，你講話看阿龍。Hello，你電話砸掉喺呢邊。因為我愛在講嗬，佔了喺你有食嗬，咧我做開檔嘅時，我確檔時下面食咗就我愛在起嚟呢。我係會壓，喂你跌就爽嘅跌啫，你係時看伊接就謝，你係時快嚟講咧，伊都冇接咪咧謝伊抗。แล้ว你係時阿龍，我會看你 YouTube 嘅人攞到啲 club。啷到啲 YouTube 嘅人看掉嚇，阿龍講話是看一處較準呢個點？龍講話嚇，應該未咯，應該我自己看到 YouTube 我未看到，我 delay， 我 live。我自己看到 delay 唔上，特別你看，今日看 live stream 嘅人看個 delay 啊。佢話我調啊，我 at 300 millisecond 咧，所以 maybe 較準啲啊，當點希望，因為我當然 computer，定到我 computer lag 就 lag 嘛，所以。我係你 delay 都會清差無相。anyway，啷個即係 Jack 嚟講講就，แล้ว不多聽，哎呦，แล้ว等我咪啷邊吹起routine 嚟，即係我一年都講未了嘅講數，嚟啷講對。阿龍都講聲阿龍，啷邊吹，我邊吹嘅就是成變樣成。我係吹機哥特別大嘅咋，我就是講我用吹機哥吹機哥啲位吹機邊定怪呢？我哋長嘴，別怪你吹機老，你老配個了嚇，配個了嚇，係了，我嗰時就係有隻吹機哥嘅貴版等等嗰陣廣告等等一條呢，係了，我邊時到處病，到處病即係拍手，我就拍手有咩關係啊？係了，我個就係吹機哥嗰處，係了，係了。我聽下啲人講啊，咱古早細人時先生教咱，我哋俾 kilo 嗰啲嘛。係咯，其實韓國人啊冇咗，韓國人嗰陣時拍壞嘅咗，嗰陣拍壞用拍壞邊嘅咗，拍壞邊嘅。係咯，我睇到一個美國嘅朋友啊，是啊，
所以我今日拜登做嘅咧，我3禮半做嘅咧，第3禮上面咧，我嘅朋友伊是美國人啦，伊講伊家己本身伊唔是醫生，伊是美國嘅阿嬷啦，係啦，伊講嗬，伊皮生，你講變住機，伊講變住機咧嗬，特別異形嘅。意識啊，我是講唔是講意識對，所以我當然3禮做嘅了嘅。我們做嘅了嘅。哦，誒，我我咧拍環，我咧耳講。我邊時啊，我自己大機嘅吹氣邊啊，啷看？我自己大機嘅吹氣邊，就是吹氣。特別我冇邊嘢就嚟邊，一兩邊嘢就嚟邊。即係你吹氣嚇，你邊嘅是邊一看，你是特別，即係你清啊，你清是後機啦，對。然後。這吹氣是用3年啊，冇壞。然後你吹氣，你就按你看。這是頂面嘅吹氣，頂面嘅吹氣，頂面吹你就按呢，你唔適合按呢，唔適合按呢，下人等你是講韓國人片啊嘛，拍壞呢呢，你還是按呢啦，其實伊是按呢，你就會掃嘅。你就頂面手氣拔到頂面啦 ，OK， 然後按呢掃嘅，一啲吹氣你就按呢邊，背啦背。是死咁嘅。按呢。แล้วรู้ตัวว่าถอหุ้นถอหุ้นที่ไหนกันนะอันนี้ฮะแล้ว阿龍你個講阿龍你個講到對รู้所以路邊是一個爬環個跌我食 up down left right and circle kilo 咧爬環係咯跌裏邊嘅，最緊裏邊邊嘅啦，吹皮裏邊我是拍二顆形咯，你練二顆是二顆。地號是二個咯，我聽講，我係美國邊一個講特別嚴刑。我是用電嘅，肯定係講，我用電。特別用電，你啷感覺條好用咩？我未咯。我用電，我鬼線會轉，我同你講，我真係講。我本時用 I 買就，我買一個，我看到隻水嘛，買一個，我講阿婆今日去advance 十部咯，買一個電嘅吹氣邊啊，advance 十部咯，我用腦筋嘅，我都學會啊。我貴你吹嘅，我貴成個我伊 ultrasonic 做你轉嘅數，你做我轉咗我更好啦，我自己貴算嘅啫。哈，對。哦，你買是 ultrasonic， 你買上面像 Sonic Care 嚇，伊是上加伊。我唔會跟你講，我買小米嘅。特別伊清是上加平常嘅吹氣邊嘅呢，還是伊清是圓嘅？所以伊胖嘅是安尼很胖啊，安尼。伊安尼，圓形咯，一啲鏈咯嚇。伊安尼啊，安尼會酸咩？未必都冇關係。我會酸，我感覺就酸。作用啊，啲冇關係。有可能啊，有可能我感覺就係 geli 咗。你知我幾歲？愛潮嘅就係 geli 咯。我幾歲就用電嘅吹氣啊？就我 start， 我叫我走去Guardian買個。佢真正貴，係是。你哋唔成古早93年啊，93年。93就時得有啦，嚇我 Form 6是，因為我就白吹氣嘛，我穿 braces 嘛，所以人講你白吹氣是只靠靠邊吹氣嘅，所以講那是你有迄個圓嘅 Oral B 嘅吹氣邊咧，一較硬邊，你就頂面擠落去，一啲就塞起來，可能攞邊一鐵線嘅，所以我買我爸母買好我自己，我係真正貴到啲Guardian那邊買，然後伊嘅黑絲氣，我就 start 用電吹氣邊咧，按啲緊吊夾住，做咗幾年啊，還是我10歲嘅當金40幾，差唔多要30年，我用電吹氣邊。點解無講就係字標有啦？點解就係 Bosch 嘛是有出嘅嘛？是唔是？誒 Braun，is it Braun？唔是 Bosch 係 Braun。Bosch maybe 有本啊，特別伊是 Braun 是 Oral B 是伊個吹氣邊嘅，伊清了 Braun 是伊個做伊下伊 charging 嘅，你咪夾嘅咯嚇。喂，叫我聽到是就 fascinated，because 我講安怎會 charge 啊？伊個好似 plastic 安怎會 charge 嘅？我小未痛咋 ？plastic 伊 rechargeable 啊！你冇鐵嘛？特別我 expect 講嘅 rechargeable 咪是有鐵嘅咯。伊個了是 plastic 嘅喎。I think 用 induction 嘛 ，induction charging 嘛。未曉啊，聽到？係啦。
OK，แล้วลองลงแล้ว OK รู้บินแล้วชุกี้แล้วจากกี้บินอาแม่บินแอปเปิลบินเนี่ย什麼都講啊？就是三刀咯，群整邊一刀，請咧邊一刀，咧 office 食咧 Apple 對邊，我食阿妹對無邊嘅，我食咧 Apple 對嗰邊嘅。特別韓國人有可能4刀咯，唔韓國人只個食哇！我唔知，我感覺就因無食物件無變主機嘅咋。老實講啦，我感覺就係咁，你就係我有一刀往規定嘅規公司我有時驚吹臭呢，其實冇本吹氣清氣冇，你無食物件，你跟住連白棍水話，你是有冇感覺到？嚟沙沙咩？面嘅冇接觸嘛，所以有隻一地激咁冇去邊注意嘅，所以我有都會一道嘅情形是咪就往規定嘅公司，隔了白白去外鋪去佚佗到，佚佗2日到拜6禮拜，所以往白白去房間咯，酒店白白去房間，我請起來到去邊注意就，你講伊講安怎錄邊注意嘅？我講冇，因為我你是我無落嚟韓國無久嘅事嚟就，所以講我哋為什麼結果？等於就炸斷嘛就嚇，就炸斷嗰邊咩？我OK，所以我哋時候就講我就咪依個人冇相關嘅，有時食咧面嘅嗰邊主機嘅咯。冇人咪是，伊就咪呢邊嗬，炸起炸餐一個嚟。特別我變咗，我就係炸斷症，我今日就我除咗裏邊炸港菇炸雞腳，我就頭先有something inside 我除啊，我變一變爽冇爽，我特別變嘅前幾啦，我家就唔見。我會食。我姑姑前晚我阿邊冇話買隻咯，冇法我譬如我冇拉沙啦，我冇拉沙。prefer 啦，prefer 邊一個隻嘅。我冇拉沙喎。我哋做拜六禮拜啊，困覺哇請起嚟半好啊，哎呀〜笨蛋咧，只得叫一個 delivery 嚟咧啊！我無變最叫我未食本身，我感覺到減一粒減一步嘅。其實你食物件啦，你會喙齒邊會換，你會食物件味素嘅。是啊。所以你 try 下，你 try 變喙齒一隻簽下，你會我別記 scientifically，冇只開，我別記 scientifically and try explain 啊！一上時講你變出去是一種你 one of 你 sensory receptors 啊 ，sometimes 做伊成個小嘢上面，你成個做 trigger， 我別記係咪嘅 scientifically 特別有影響嘅咯。人做這個我講這個唔夠出去冇講嘢啦，這個Australia就我就是啲厝裏邊請緊啲大條嘅晒，零嘛，因為你掛咩？你厝裏你厝裏邊哇，安怎你厝裏邊你掛？你冇開 heater， 我厝heater 貴。幾可憐啊！幾可憐嘅咯，隻大冇。你啲厝裏邊請緊成包間嘅我嘛是，你講特別，我是特別，我啲厝裏冇咁喺度拎嘅咋。我你看你拎啊，你講呢個。你問下，等會去試下咯。你個幾一包嘅，你水厝。冇包，我俾另外學嘅。你兩點嘅貴哦。actually 這種嘅物件對我嚟講是 necessity 嚟，所以我冇去嫌，我做人唔把佢看價錢本嘅，因為伊未起價，伊冇起價只會只個百塊美金咩，伊冇起價你嫌，所以特會知幾十塊100塊，我冇去看。你阿家是 fixed cost 就 A 啦。我感覺就講 OK 啦，會接受我就好啦，我冇去注意講落這類嘢，伊冇起價有時只講話1000塊美金我就請驚啦就。所以冇咯，所以成100幾塊嗱，我誒，或者咧係講喎，啦係講成日講電費最細嘅，諗下講佢啊。你冇上講嗰部上，我講 MCO 是電費最細。對咯，只關係，只關，有嘅㗎啦，馬來西亞。馬來西亞但係開 aircon 嘛，aircon 本講話嘅可能就係話。對。OK，等我寫起嚟，電費最細。Water utilities 有人班貴 wisdom tooth 逼死我隔離講我追我班貴林門阿姊講話，林門阿姊寫先啊，實在冇咩聽到。林門阿姊講嘅咩？我是講單家佢哋度逼死我隔離講，我覺得為最細區嘅貴情況。哇！最拜你講就會除路了。等我看，或者電費最細。utilities，你等陣特別叫佢嚟講啦。แล้วฮันน่ะห้องก็ water ก็ gas เลยว่าจะเป็นหลัง gas ทั้งเอแต่เป็นหลัง
美國是插到嗰邊來嘅湯，嗰邊我來會使 complain 咯 complain 未出去啊？出去嘅。嚇 complain。我愛 complain 咧是。等陣你頭毛掃了，你出去你買。冇啊，曬點要曬了我曬。就俾 AirPod 咧，我翻新嘅 AirPod。誒，出咗嗎？冇，係你 有係你 noise cancelling 嘅係 Pro Max 啊。哦，你咪 Pro，AirPods Pro，你咪出單新嘅 AirPods Pro 是咁樣。哦，OK，明白。嚇，然後等你三個殺溝咗嘅喎。個有咩？嚇，做咩呢咧？我都啲麥都冇到合併嘅。OK，我見咗。等我聽，你講話，你聽等我。嚇，冇啊，當然冇啊。冇啦。嚇，冇啊。OK，你你講。我愛 complain 嘅是，你知哦，下古我係馬細漢嘅點先係時啊。伊人變出去啊，你知伊人要咩啊？灰團，灰呼阿布，灰呼，你看啊，當佢阿毛人啊，即係講你啊，伊人到 Amazon 買，講即係是價格會做你出去買啊。我隔嚟我鬧，這個對起人正到。但係那個都對起下古成個人下古。咱看就是那個你是外媽，你個人係外媽媽，一樣嘅咯。當佢伊人該搞呢，伊人 package 水啊，伊人俾攞到 Amazon 嚟，我該起行嘅。你應該走去你古年 barbecue 嘅店，應該愛去火嘅去買。Hello，我哋 barbecue 都冇用去糊嘅，伊人嗰個 advance 上架先，OK 好成。我想要白米 flavor or beef flavor， kimchi flavor 誒。冇啦，你愛嘅是係咪八卦嘅 flavor？好聊八卦 flavor 我愛八卦 flavor。誒，成個其實八卦對我嚟講就成個人當人嘅 bacon，人講。卡時阿毛人講上到培根時，我是上到八卦咯。冇啦，jerky 啦，八卦。jerky 啊對，阿毛有 jerky 本呢？jerky 冇食。嗱，我係 beef jerky，我看，我哋我個菜就。我看。阿蕉會起來呀？起來未？你人咧？我放伊起來啊！哎呀，腹肌嘅。你人寫看攏愛阿咪口味嘅出去個，那是有來講。我係 strawberry 嘅。嚇，我哋係咪 flavor？咪成個係一樣嘅口味。這是 jerky 嘅啦，就呢個一條。我個誒，當然較濟人用嘅是 mint 嘛，大部分啊，真係。bacon。strawberry。喂 Netflix 看到 Chris Pratt 入邊。Lucky Chuan 啊？係 Chris Pratt。快點，後面兩個 Jurassic Park 嘅時候 ，Chris Pratt。哦 ，Chris Pratt。誒，等陣出去個有咩flavor 都講。我係 strawberry 士多啤梨。我哋冇解嘅 flavor， 我本地冇解喎。是面啊，刷了。你破糖嘅咯面。我都冇來人啊，係你見啊，暑假係你用嘅。我冇熟解喎，死肯定少冇熟解。誒，我就熟解，你覺得我來人你味素，我就熟解咗。覺得我來人是隻票嚟嚇。日本嘅啊，哦，一隻隻曬嘅，啊，一花，就你花到啲一頭冇想花呢條，一頭冇想花呢嚇。啊，覺得我來人，見啦，最幾個係嘛？要大人嘅本身啊，冇嘛。唔知，其實冇來俾啊。因為咩自己咩習慣係啊？我物件俾 at 喎，所以按出去個物件。誒你講，這是石西嚇。石西，OK，用石西嚟邊呢？出去個入邊，話出去會諗一點嘅啊，當注意到。有嘅咩？個有嘅咩？當機？個寫有嘅，人講出嚟，actually 是無好嘅對 environment，伊誒冷邊咧嗬，伊留佢注意住，留佢擺，然後到尾嚟留佢港位，留佢海位。哦，呢是 plastic 嘅喺入邊。microbeads 是 plastic 啊呀。對，我未叫咩名啊？microbeads 啊。哦。
所以我把路俾我超過我度報嘅咯。誒，我這邊 maybe 比較 ban 咗，我冇咪看過嘅，這邊。馬來西亞有啲。哦，伊唔是講個你是，伊唔是 flavor，係你是想啊？我哋讀咯，我哋讀小胡椒，我俾我哋讀嘛。abrasion 意思做開錯錯，可能是唔是？哦，意思係咖喱類出去呢？一邊有，咧即係話一對水裏邊佢哋咪靠噶，咪靠噶個出去佢個波好死。冇你誇張啦，應該是。micro 啦 ，micro level， micro 應該嚟講影響就大啦。意思靠你自己嘅情緒。應該是，伊接你哋扛起嘅所在啊。我可能就係片牌，都脱嘢咁嘅。舒淇，台灣嘅明星啊，然後我覺得我講呢啲物件是冇好嘅，所以我冇俾啊，你都頂到斷你去咧。用嚟撩咧，我做咩用嘅咧？我蹲10幾盞咧，我都對你萬二蚊，你賺4隻萬二嘛，我俾咯。然後日用嚟撩，然後賣俾百零。日用係兩貴年嘅用嚟撩。一禮拜用一條咯，一禮拜用一條咯，直接搞你哋邊咯，直接邊切刀咯啊！我未攞你出去是攞出去邊嘢？你出去個是係落字，係落字，係一粒。我係就 B size 成啊，我當然大部分咁啫。我當然是吹機邊嘅一半咯。吹機邊嘅邊啊，哦，是係杯貴條是廣告嘅，嗬廣告的影響嘅。有咩呢？冇數啊，真係。誒，我講下，伊唔是係貴條呢，呢個係貴條後尾嗰度尖起來淡薄。啊，佢尖起來，Q 啊尖起來。後尾特別咧，丟尖起來嚇。Long but 出去過除了廿嚟變出去，佢廿嚟做呢啲嘅。出去過做辦啊？就燙嘅時，對，你冇影下，冇影下，冇影啦。嗰時西裝係銅啊，西歐嘅，你西地歐，西地歐加個別歐。銅，誒上講你鐵你啊，對，你係玻璃嘅copper嚇，嚇copper你夾係咩啊 ？copper 是銅咯，銅。copper 咁 copper 是銅啊。有時貴嘅咧 brass 啊。嗰啲我諗 because of micro abrasion 同樂隊嘅時啊，我諗有一年我諗俾一支brass polish 啊 instrument polish 啊，了有貴嚟樂隊安尼一物件，我諗俾黑人牙膏。哎呦！切，水。啊！誒，攞嚟記咧，我人應該個換伊 branding 嘅時候，我上未記古仔條打機嘅時候，我上未記咋。哎呦，我係記過。你是真古正嘅事喎，都應該。我上未記。誒，我怪大漢啊！我已經知啊，我已經知講做咩傻粉絲。我知道咧，會記是做打理嘅，我上未記伊古仔叫佢打機嘅咋。我會記。你伊小英，伊愛講是一個黑人嘅面來啊，唔是叫打機呢，伊個小英，伊個 feature 是黑人嘅 feature 嚟嘅啊。你伊吹氣白白咧。black and white 下招愛講，我聽到條老鬼啊，出去過嚟拍超情。哎呦！我天啊！做咩梳妝佬咯？學會喎，這咪是 aircon 啊 ，aircon 啊 ，aircon 是 hex 啦，aircon 是冇即係機嘅嘛，機咪是 aircon 咯。誒，特別隻機佢做咩嘢？有人裝計哦，天啊！係啦。喲，是哦，最老咯。你很自豪，你話見到已經死掉就使啦嘛。最平咯。死掉啦。一直就冇抹嘅咋，係你抹是。1916聽。嚇咩啊？即就聽啦1916聽。你看你出個落滑咯。你 level 是一時冇聽，執地聽。一時咯嘛，真零咯。而家平時是咱雜嘅事，咱本來是講咱脱嘅前幾時，本來真係零就行本嘅嘛。你看你用下面嗰啲物件嚟死啦。學等嘅人變咁樣啊。冇啦，你唔知啊，即係出國口，無邊學小轉嘅話照聽。冇咩？小轉嘅話照聽。哦，誒是啊嘛。
是笑啊，家己又笑撞家己面笑嘅啫。等陣我咪別人撞都嗰啲有別人撞啊，我冇可能撞我啦。老師都刮你先咪是家己撞家己哦。但係我看到啲我即係Google Meet 入邊人個有假佬咧，假佬都變 tricky， 假佬冇講到，假佬都變 tricky 時。你想平常時這邊幾道變 tricky 做下咩物件？然後我做法冇聽到人講到這下物件，我每學人別人安怎變 tricky 做下咩？用安怎款嘅 tricky 個，佢直接變幾道假佬？你咪 mute 掉嘛假佬？誒，你冇聲，你咪 mute 掉個。你話未？你就係吹看你咪 mute 掉。係咧就攞隻落誒，福建茶，不是攞隻攞嗱 OK 攞人講，你變出去安怎你 routine？ 係咪先？你講先。我先嘅。係咪？我較早有白出去嘅嘛，我中學時，然後變出去嘅 special 嘅出去邊咯。有識你嚇，你識嚇。我一中午有簽落去成隻龍膠咧，可能。哦。個名都用嘅冇啦，四十萬。一簽落去中午咧成隻龍膠咧，因為 because 嗱佢哋出去邊咧，佢哋我一直啲愛調啲咧，清係。依家啲啲愛調，所以就。recommend 講用佢一種。哦，你是講我伊 Bristol 中午是無啥較低。冇去伊袂靠着伊啦，對。哦 ，actually 我人這邊嘅Bristol 嘅出去邊是啲頭前一直扎頭前咧呢，一部佢哋，你就按行夾去，伊跌去一個，你叫咩 bracket 嚇？一搭到你出去嘅你啊，呢度有隻 bracket， 所以我哋攞興嘅。做咩數學我當然問你有 patient 變出去呢 good 時話，定到 trainer 就白出去就幾年，白出去4年咋，3年8個月。然後嚇，我即是唔當金情，唔是當金啊，當金佢在3年8個月佢知道啊，定到嘅，我是情你提嘅事啊，3年8個月，所以我特別但咩特別變嘅啊！但係嘛講我做落仔就成日款。嗱，你講了，你睇你叫你係咩事坎坷？我這邊我冇聽到人講嘅是 flossing， 你按照 floss 白出幾時？我未啦，按照去 floss。你冇 floss 啊？坎坷啊！你想我 floss 怎？我自己吹過呀，我呢吹啊。我冇咯，我甲人家哥就邊一個紅家哥咯。我同你呢成個吹尖呢，吹鬼 floss 翹出來，吹鬼哈。所以我變出去就點整嘅，定到白出去時。我在過後頭了嘅時，咱個就請你講 retainer 然後特別變出去是唔得啦，但 this 有講嘛，變出去嗬特別是變二塊咯。哦，意思，然後這裡咧，我就落咧，兩隻邊。我無白痴機，下面無做特別，點擺有一擺我刷牙太大力，去流血，所以我去拄好我愛去 dentist 嗰邊。洗齒器，所以 dentist 就教我講愛變女嘅。你 dentist 講咩？洗齒器，阮就愛用 floss 嚟。對。我垃圾咩？你喙齒會流，你喙齒白會流血，唔是因為你邊上大啦，是因為你喙齒白無用。了。有本來咧有人想講變上大來，想講硬講嘅喙齒冇有，是講你喙齒白無用，是因為你無用 floss 嘅時候，
嘅線，特別用嘅線。然後住人這邊有去邊去有用嘅線，人去手者。我就少用，就。regularly 啦，regularly。So okay, so 咧咧Asam Laksa 加我哋都有去手那個龍有淡薄。แล้ว這邊 clubhouse 我俾看下 clubhouse 上。我用嗰啲 dental floss 係嘢簽嘅。哦，所以 dental floss 係意思講一成間一個人看呢，要食啲啲就算喺度擠落去，你睇下。because 我逼唔到你喂出去吧。I mean 話你 gap 裏邊嘅，你但係接唔起了。哦，你用嗰時幾條線，嗰時有啲人用嘅種係啥勁啊？一樣嘅咧嚇。我用勁嘅，我不要用線。哦 ，OK， 有當時啲裏邊是你唔知啊，死啊，按照多少餅啊？有，我識教用嘅話，嚟，再開上個講。剛好Joyce 剛剛起來。個 Joyce 嘅有一個 Joyce Kevin 嗰是 Kevin。B 啦 ，Joyce B， 嗰隻叫 Kelvin 嚇，叫。我別講。住嚟，這是阿玲。呢個是，這你當時應該是困，這你當時應該是困起來。拜六嘛。冇，我佢嚟 support 人講呢比賽。哇，嚟講你出去嚟。我別講，我同我講 flossing 嘛。嘅線下掉嚟講。嘅線，แล้ว頂一擺我甲人講過我做嘅 crowning 嘛，都是並日本嘅事。แล้วhọ一時阿未做好個伊個那冚一哦 temporary 暫時。แล้ว我去用嘅線嗬，做嘅時要收到啦，一翹出來，吹出來。有你出來啊！你出來咧，然之後你要夾落去，係翹起來。好彩我人這邊日本嘅叫咩啊？洗手盤啊！哈！洗手嘅位嗬，伊個坑唔是到中央嘅嗰隻哦。伊個坑是到 right hand side 內面邊嘅，然後伊有一個物件下了，所以唔是講坑嘅哈。因為被夾落去啦。所以對，伊是把夾落到我嘅洗手嘅中央咯。好彩是無坑，那是到馬來西亞拜拜啊！就落去嚟啲啊！特別唔是未到過對啊啦，我就講迄隻頭是我只做對來呢，迄隻名個掉啊！對，你都冇做對，係兩句啊。有啦，然後個別因為幾點時嘛，係是8點幾啊嘛，暗暝是要要困嘅時個做嘅嘛。然後嘛就早起那一條分解講我未 emergency appointment 未做。OK， 我不是有教你嘅告訴俾人講嘅好笑嘅。OK， 我阿個 form 5嘅時，我就 accident， 我去就自咯，學正。然後嗰陣樣度介紹我去政府嘅motorbike，其實然後係你 accident 就係然後去自咯，學正去自了，然後介紹我去政府嘅群看咯，因為一件啊。OK， 然後政府嘅群處嗬，一直喺度看咧嗬，你知啦，政府嘅群處佢哋咪是係你馬路架拆出來呢，畢業了。哦，你是唔講巴蘭波羅嘅？你真接 call 呢？巴蘭波羅對面呢？嚇掉！你好，企喺邊邊見到企嗬？我就識嘅係位酷嚟啊！所做教練嚟講，佢就唔少咯，就按照做教練，原來是俾磨係寫針，然後要做 RCT root canal treatment。然後一轉嘅，你落去，你都係用線埋鼻口嘛，用鼻口嘛，掉得好，掉得安咗咯，掉得好，然後掉嘛，然後一路棍嘛，就叫一線上來，啊，見來，哇，你逼車㗎，你你做一半stop，叫一線上來，一見啊，你哇，我死啊，唔使做唔掉物件嚇對，我哋講聽㗎，直接聽到啦，唔係做緊啲聽嘅。哎呦！特別做 crowning 是講多邊領啊？啊，多邊領，是直接做了。我問題是 crowning experience。OK，就一百。嚇？root canal treatment，因為係政府嘅愛擺隻股嘅一個月起一刀，然後一刀起好，一個再 drill，然後再洗，個再下藥，個再 drill，哇！起價會見啊，起價無，起價第你怪大漢本啊嘛，係係是16、7歲、17、8歲，17歲哈。
對。然後唔要緊，然後就出嚟做好啦嘛 ，OK 咯，做好啦，一時忙就水啦，因為是免累啊嘛，然後 OK 咯，然後我到差唔多夠啊，嗰嘅4個年，我接到我嘅事，然後然後我食下物件就，我食一項物件叫做係Grabot 叻哥啊，係咔，支氣喎，哎呦，支氣喎。你食定嘅啦，你食係煎嘅嗰個叻哥係啊。你食落去啊，因為你食。嗰個叻哥是軟嘅咩？軟。要是你個教嘅。哦。你個教啦 ，crispy。哎呦。你是你頭整攞機啊 ？One of 你頭整攞機。多餅嘅煎餅。One of 頭整嘅自己，多啲煎餅。煎餅 OK。你又見 OK 咯，你做啊？咪去做一個，嗰隻去做咯。去做一間我厝仔愛當邊啊，一間做了唔要緊。做了咪想 OK 咯，對。OK。3年後，然後一做好 temporary，保你按隻 A 咧，你企喺邊個，後攞一個暫時做機，做一個攞暫時。然後一點整到 A 啦，然後伊講暫時做先咯，伊無啊袂，伊本來咧袂好，啊袂做好，可能愛2禮拜，所以伊到就暫時伊咯，暫時袂用嘅，所以你較細緻啊，你食物件是。伊講無咪穩。第二道，對，第二道佢再知啊。嚇？食咩事呢？哦，少食咩事？少食轉感。冇一道吞落去。你爆你轉感到啲頭整嘅。唔知我做個薄嘅啦，你選緊係黏嘅，然後你拿三米嘅出來。佢先黏了嘛，伊。哦。你幫佢咁撲落嚟，對，轉緊落嚟。誒，等咩？伊落嚇，伊一支啦，伊是貴嘅，伊成個伊貴機嘅夾撈出來，伊倒到到你個正出去，伊落出來，然後伊搞零起啦。對。倒無啦，倒換過，我去較好嘅咧。哦，用油壺咧，你扮機，你用油壺咧。用普通嘅咁呢 ？OK 啦，所以咁啦，你地面膠唔加隻，馬背膠唔加隻，托檔唔加隻，係啦，地面膠唔加隻。哦，不做晒啊？你可能咯。住講下咯，係咯。暑假介物件是酸哦啊。哦，保生，搞我高上，我們就是個保生。誒，大媽就是Clubhouse，我 before 阿玲你講了，我冇你講。OK， 等陣我到底去即係講成我哋都。我有一個差不多㗎，即係選項嘅。我點解我10歲嘅時啊，佚佗咧是不多嘅啦，然後就劈落去到面嘅落啦。我係出去買紙哦，我是自己。多病嘅。所以咧是就去多病，頭先多病嘅。所以就期望嘅 family 嘅 dentist 咯，你唔知啦 ，I think 是按照 related 啦，嗰陣時話我是有，然後一去嘅時，哇！伊就講你，伊無寫只係講個講你辦起名，伊是查講你磨去寫起啊，佢係要 crown 起嘛，哇！你磨是解痛，因無怕把針咩啊？他是無怕把針嗎？炒得好磨落去啊！佢食切啦，一切可以食去。No，伊是伊個手機伊個磨可以食去。對啦，伊是叫做切，即係迄是叫做切，唔是叫做磨。嚇切，你做手機是叫做切，你手機可以搖去。然後我姨丈啦，我姨翁是做出去落過嚟嘛，所以你叫車就是講伊嘅是只 drill 啦嚇，磨係寫到伊就是叫做車你出去，所以你磨車係伊搖起啦。嚇，你是呢個唔是刀做好啊，點解愛對佢？I don't know 刀是啥刀啊，所以佢哋 immediate 是哇，你食到冷人嘅帶 sensitive 咯，誒，食到 short 嘅可能。上間你講過呢 ？sensitive 嘛。你講過，你講下隻 description。我咪單講呢做咧是係啦，後尾呢個過去呢做
真係幾十擺無咁好啊！你係你 crown 住咯，但冇事實就係講我係冇點我係咧是冇啦，我係扮鬼姑啦，對我接到我咧是係你家把錄怪錄皮咧是我家己你你家己去做嘅，啲先去做，啊對是 OK 咯。哦。我都係為人哋講到愛我啦，我家己啊你。誒，我係看到咧，我係看到伊色無相，我看到伊色無相。對，伊色個無相，我係 natural 嚟，出去夾白。伊色無相。哦，佢暫時冇做 matching 喎，如果 colour matching 佢嗬，伊講，伊咪有嚟做，講嚟做 whitening 嚟講嗬，我就見個青色嘅咯。啊，講咩做 whitening 嚟講？你講是菇啦，我係當佢明嘅 Disney 講，比較伊是菇啦，所以你使伊個換，伊無相識去。哦。但伊叫我換，我嘅時候，佢哋愛去 drill 啦，佢愛刮佢。當今拍尖咩啦？你免 drill 咧，你都已經 drill 了，你都手去車去啊免。嗱，伊 existing 嘅你 crown 啊，如果伊愛刮佢一半咧是㗎。啊，你只應嘅啦，我做過本啊。只應嘅，伊只都冇知。我上條時間，你冇聽啦，冇聽。我誒講呢隻日版真係佢走我做事哦，你 X-ray 啊 ，X-ray 是翕，你 X-ray 係 film 出嚟講嗬，然後你錄緊嘅人鳥話嘅係落簽咯。哦。只 X-ray 只日版嘅。當阿玲咧？出嚟做 PDF 嗬。做 PDF 嘅。哦。然後對鳥話就做那個錄嘢，係I drill 3cm。阿玲，你講你告訴我。我好是上屆人講本嘅咯，特別日本好是本大禮拜咁樣去過島。誒，等陣阿玲啊，你係Mount Augusta 嚇？Oh my god！有寫啊？唔是，即係你Mount Augusta 嚇，你 echo 啊，你我記得你開起一個冚落去，我聽到揼啵 echo。講點講喎？冇啊。OK。所以我日本可以是半個島做咯。喲。大禮拜我是嗰大禮拜去哦。For root canal 啊，是 crown， 是插內行，跟住 crown 呀。內行 ，OK。冇特別這邊好冇 feel 到安尼聽咯，我 feel 到真正嘅。應該是有啦。你到底日本是應該是 recently 呢嘛？就 last year。冇啦，last year 冇到幾年。哦，冇幾年。要係把，因為我 feel 到我係吹把去。嚇，就都拍把。你唔知咩？伊冇甲你講嘅啊。要甲我講。一啲比較大嘅。要講嘅。一盤一個要學你把戲都唔知。我是拍正嘅，我真係拍正嘅。你其實你是拍 spray。學你把你手去把了拍針，你 spray 是被學你嘅見，你手去嘅見把嘅，所以我問未記啊，我就笑啊，我特別有時教我 dentist 講我俾看一個 process 係我見看啊，所以 spray 我唔係，我唔敢看。哦，你好，我俾講，我是可以把咯，可以把啦就爽嘅咯。你因為大擺往大邊嘅時，唔知啦。少，係物件啊！入面件事，你只係咧亂攞去咬咯。阿玲講，我講古早時唔知講點事你看咯，大邊人看 dentist 所依講一部架一地布啊，上面冚了路嘅嘛嗬。你是講一閃過頭啊？你閃過頭上面？唔是閃過頭，是個邊啊？哦，冇。日本嘅有嘅個日本嘅好，你想做 surgery 嘅呢？係一條抓冚了路啊，你看未到你個骨嘅。嗱，近啊，佢嘴邊有坑呢。哦，嚇！你好，我特別講話嚟咧。嚟講你。我就到去大邊咧，我去看dentist啫。嚇！如果我無係忙啦，我無係揸外邊啦，我係看到以前啊講過嘅事。伊個 dentist 吼，伊穿 mask 啦，特別伊個鼻腔嘅毛真啊長出來，呀！
你個大阿弟看起嘅，你看吼，看起就是伊挖路嘅時，伊看到伊唔好，就是大伊鼻間那邊撐出來嘅堵路呢，反正咪堵，有鼻塞掉了鼻塞。做咩事樣未咁講嘅？我無人鼻子點就我鼻間冇小塊等等，我你動動呢鼻間就係呢事。我特登要去上班開去就係機會嘅板掉嘅。出來是有加多嘅加嘅。咁所以樣會動嘅，做咩事啊？喲，撐出來嗰種啊，唔是一唔是滴滴嗰種啊。落做幾時聽 music 嘅？有你學嘅，要學 headphone 嘅嚇。哦，冇。當機會就直接學 headphone。我並冇。我係記我細漢嘅時，我是去迄個我細漢但都睇個了是就西去為做，所以我班出去係咪個了？除了班出去個有拍針呢，像你波啊，係咪個個了是你坐在後邊開白，所以我變做我關係啊，我係成個 mentally escape 係成個人 meditation 嘅嚇呢，我係想 escape 我係 pain 嘅，所以我就聽，我想車你出去時，伊是無限把腰嘅咋。然後過一道時，佢死我講聽，就係記啲，是 trigger warning 啊，即係是冇時間做出去人嚇。伊只人只驚啊，只人只驚，因車出去嘅時，係你伊咪是只一個尖一 drill bit 咯頭前，一車到啲我後尾嚇，一骨就一車到我喙去邊喺喙。哦，no，你會走出來啊！確實啊，一個夾唔出來，佢就一接橋一排，一個就 reverse drill 啊，佢夾出來啊。แล้ว我 tolerate 我打鼾啊，去做出去嚇，當今 these days 就 modern 嘅 dentistry 嚇，對我嚟講是真正型嘅。因為我打鼾佢係一種嘅聽成個條多張啊，看下我差唔多達禮拜兩去嘅咋。Give me five，你跟我講啦。哈，你講我想你打鼾呀？因為人experience 聽吼是無人會 try 過咧。哈，所以我變做當今我係打鼾聽吼，我會成日講我會 escape， 我成日我係 mentally 我係頭腦裏面我係成日做好我講 ，OK 我買想去聽，我係 control 我想講但買想去聽 ，OK 冇聽了，啊是我看我記我看喺視links我特別我去迄個。你做出去把人菠蘿對邊呢？依個視領刀我會記視領刀啊，但係我是用視領刀嚟 help 我 escape 嘅。我 imagine 啲視領刀。我你叫，那邊我青食嘅了。我別記。人過去一個位，介人做一，I think 嘅北京之橋。只下對，只幾擺咁樣咯。แล้ว你看你記咗一個 number 咯，你去吹 number。啊，對。แล้ว誒？即係冇時間著曬，伊係頂伊 AirPods Pro 冇電啊？誒，我這是後邊啊，我不是 product of Palang Podo。哦 ，dental school。dental school。我講緊我囡仔樣去看去 dental 啊，哎呀，真係型嘅，個有 music 聽，一 switch on the TV，switch on the screen 啊，一坐落去。坐落去後邊開電視機，買little pony 啊，什麼坐了看電視機，喙開呀，看下掉，喙開大大，應該做個了哦。OK，你該講咩物件我唔知，特別講緊dentist 樣嘅 bedside manner 較好啦，所以伊會教你 ，even 伊囡仔細漢你唔該識伊樣做咩物件哈，所以伊明白攏該做咩物件。無咯，頂到。你講嗰陣時，我梗係太細了，自己嘅事。我係早晚呢，伊穿braces 咯。所以biasa 我是在我早起，我 appointment 是早起9點嘅，所以你就我是按做 control 咯。所以假日the night before 嗬 ，that means 我叫邊出去搞個好事啊，假日早起邊出去。我無可以食物件，我特別 ban 你了，去啊 dentist 個對嚟食。哦。然後呢，但一直這時我唔知做乜，我 dentist cancel 我 appointment 咧 postpone 去11點，所以冇辦法，一成食 breakfast 成，食早餐我講我邊去出去，咱要去 doctor 喎，我
講咯，冇用，我一邊咧我冇隻，唉，太歹勢啊！佢家 doctor 位嗬 ，doctor 講，哎喲，都會查我是唔是有 oral care 有問題啊？我個歹勢啊，我講，哦呀 ，maybe 我 maybe 邊冇清氣啦，嗬，sorry，maybe 個位個去叫 scaling 咯，嗬。Then you know what? It start to begin with 柴伊嘅物件出來，哇！我有柴死，哎呦，我梗係歹勢呢。我因為唔是我一條，計這條呢，我死啊！我計笑啊！我要安怎死啊？要安怎？無你感覺勒死啊，做壞人。屌，梗係勒死呢！歹勢個勒死 ，I mean 伊是and then 伊個是一個 professor， 伊是一個啦 BBM 嘅位啊。Oh my god！ can you imagine 啊？這是 dentist 嘅工課嗬。唉，幾成樣啊！被 take care of 安尼 patient。哎呦，安尼水無啊咯！你佢正辣甲你講，你手機使 form 你black 嘅事，就啲一啲係你嗰啲解嘅。誒，我真係看你 video 嘅 YouTube 嘅 YouTube 嘅就好看 ，scaling 嘅就好看。林娜子嚇，啷不因為 dentist 啊，唔加甲啷講話喎。你叫你開了佢嘴啊，你跟他甲你講，你真邪。我係 dentist 有一個就是一做下面啲甲你講啊，我把你被綁到一邊，我被下面個了，我被咩啊 process 啊。甲你傾偈，你最近好無啊？你被 in 咧 one way conversation。你吹你嗰邊我第一記嘅就是成日搬出去嘅時被 distract 你會甲你講話嘛。哦。講唔係咧，行響搬出嚟。dentist 是真係 friendly， 真係搞嘅愛講話嘅。我係講是一刀班3支，我記是3支還是4支嘅，會做出來。哎呦 ！In one go 啊，一刀 visit。有啊，你姐姐咪想我係就話要穿 braces 嘛，要穿 braces 咪成一頭要辦3支。你都知辦3支都知哦，for 咱人平常人啊，辦怪用咯嗬。Because 我就話是 special needs 嘛。So special needs 啊，你唔是講安尼，and then 伊冇個10，類似冇個11歲嘅先。你要幾班？OK， 我叫真濟人班，唔買嗬，無人愛班咯就，無人愛班嗬，伊 because 是驚等埋個伊 reaction 嘛嗬。然後我去private 有一個 private 我問伊看講，愛班啊，伊講 sedation 啊 ，sedation 咪係說伊。會 BB 去啫，係分別。然後你 just 班，你猜看啦，安尼班嗬，一班3支出去7000塊。喲，哇！because 伊愛 sedation。反正都制住你幾錢嘅，你都制嘅啦。冇，我去問咯，去問伊quotation，because 伊有心臟病。所以伊個邊所以伊講個邊有嚇，但我對上哇7000塊比我嘅 braces 更貴。對，咪講。我買時我講冇辦法咧，我買時我出去 BBM， 好了 BBM 是政府嘅嗬，KL 嚟啦嗬。伊 just 叫我係走啊，只係伊甲伊講話，伊講故事啊咩嗬。In the end 嗬，經驗啊，免 sedation 哦，免 sedation， 伊一頭3支變揾個料出來，一日過3支。哇，這是經驗啊，這是。對，這啊無伊嘅 private 你要 charge 我7000塊。特別我們是用是會 charge 是攤內本的我好像是。是咯。because 我驚伊 BBA， 我唔甲人講，我這就我伊是有心臟病，你看伊看你知嘅，伊是 special need 嘅，
咁我被綁住你3支手機 because 伊個被穿 braces 啊物件啦，伊 braces 唔是講被愛水啦，特別 because 伊不是 functional 啦 ，because 伊手機啊，伊 underbite 係 over 了，知道嗎？我本是 underbite 是伊會帶出過去。對，我先呢咯。帶出去，哈。我點講 before 我擺手機先呢？我本身是到頭一個頭邊。我是 overbite， 伊是 underbite， so 哇！我本是版3支咋，你是頂面版一支，下底版2支掉。我無伊3支加了 ，because is over。加了到底下底啊3支？啊？3支到底下底啊？還是2支到底下底，1支到底頂面？伊3支頂面。哦，哇！because 一般伊是版伊milk teeth 呢，就伊唔是版 permanent teeth 伊個 because 伊嘅 milk teeth 本無衛生，伊嘅 permanent teeth 會生出來，所以版 milk teeth，所以我都係想 milk teeth 應該係用版嘅，有人要賺咗7000塊。哦，有。7000塊被版 milk， 但伊7000塊是因為安怎？伊被愛sedate，伊under GA 佢拍麻將可以一攰你人困意，特別是佢被有的 anesthesia。是好差唔多。毛毛菇，你手機吹氣告訴我。毛毛菇個點？我 mute 掉。這支氣球這支氣球是。假佬哈，假佬係錄聲了哈，來，講。我講做介紹機啦。來。我朋友介紹我啦，街路邊當國人做嘅。係咪用茶？我街路邊啊，當國人啊。那邊街路邊做嘅，真係當國人係做嘅。係咪到啲街路邊去做啊？我真係講呢。伊北落去位啊，大裏邊啊度啦。位啊我，等你攪一分啊。叫做做手機版，咱一半咯，甲你黏嚟咯。我一黏啲，我just 個鼻。黏死伊一定嘅嘛，一個放嗰啲手機嘅加咗嘅白色嘅粉咯，白嘅咯，嗰隻黏晒線咩？咱白咯。等陣，伊手機本是家己用粉膠做手機型嘅。一隻放咧，係放油水定嘅啊！一個放油水往嗰啲鐵慢慢烤，幾出來咯就。你攞借到啲舊煙嘅時候，咁做可以靠夾落邊。呢度夾落邊夾舊煙呢，都多人咯。哇！到底得落去。仲好啊咯。仲好會 ，OK， 咪是最近啊，是我估啊。幾廿年啦，幾廿年是10年，是5年。冇啦，差唔多4-5年啦。哇，咪是最近啊，冇講啫，即係 OK。一千600塊呢？做個嚟4期啊，就800塊咯。都做好咧，我真正好寫了。特別啊，即係手機冇用嘅。4-5年聽了靈啊，聽了未執。你手機版聽啊？反正一手機版黏嘅就。要咁黏啊，朋友最係定做啦手機版定嘅。特別你這是 permanent 調，還是你 permanent 調？被偷嘅啦！成個 brace 啊，成個 bracing 啊！解咯！有事嘅。你 dentist 錯路啊！你看做唔真係做歹你嘅。就是講後尾我去 hospital 啊，即手機聽，你講這個物件未使用嘅。都聽嘛，我食咗物件聽，迄靈要聽喎。特別講我這個物件我無甲你辦嘅，我人攞罐頭未辦嘅就。你安怎啊？多對吹，中國人咯。個地我個在。白了，我白。我一個人個，其實我個無上人啦嚇了。特別啊，我就叫佢講remove 佢啦，買了啦，我食物件聽，所以伊人係有伊多啦，中國人多啊，無啊，無啊手機啊，惡病啊，無了可以錄出來咯。哎呦，哇，驚死啦！你個假，你是病個咯。我朋友介紹誒，都是為咗生女啫。唔知，堅真啊堅，真
你只好勢人都借做啦，食定啊，食定嘅物件都唔要緊嘅，真係緊嘅做。人做乜事？伊無去做嘢醫嚇，安尼肯定先生嚇，做乜事啊？Because 有可能做，有可能是有在掉，但一頭無掉啊。啊是，無準嘅啦，即係政府就無準嘅。有可能伊做 method 嗰陣時無 proof 嘅嚇。啊，偷做嘅。好證明伊是有在掉，伊做到這物件咯。哇！即我一頭一擺，誒，如果改手機做紀念哦，你誒手機掏出來。冇啦，一格冇。我別嘅了，哦。你知人即中國人嘅無害嘅嘢就，伊食得無沾有水嘢就。哦喲！Oh my god！掉落邊就叫沾有水。冇代志，做咧冇代志。我而家病哦。我靠朋友做咧嘛，冇代志。所以冇代志，我咪佢對眼去做咯。你還是做咧冇代志，本都是試過呢幾有夠代志啦。啊，是估咧靈嘛，靈啊，變到甜，你食咪夾變到甜咯。你那時你愛來講，你實講你教我靈啊，你教我話佢其實本是會啦。佢就做咗就撩淚咯。係啦，撩淚咪是好唔制條。我是驚講唔制，伊唔制。化學類物件。啊，唔制伊做類嚇。冇，伊佢物件手機只用嘅啫，只定嘅，你加定嘅物件唔要一別跌嘅哦，好料啊！伊做。啊！伊唔知安怎嘅物件啦，唔知啦做定嘅啥手機啊，你就加物件定嘅都未別。即係就度我驚死好個仔。係啦，我偷得嚟，當佢冇2-3年啦，偷冇底子啊！攞罐醋買緊都偷嘅，攞罐醋講我冇自己一幾蚊喺度做嘅講。攞罐醋唔看過喺物件啊！誒，中國中國人啊，厲害啊！過年，你係過年。有款啊，膠係有水膠咯，定啊，免半點鐘好食咯，64K啊，免半點鐘好食咯。好啦，佢食咩都佢食講唔要緊。啊？嗰陣你偷嘢冇講，係咯，估係講唔制對女性估咩問題咯，因為即係花行物件。唔制啦，講啊冇大志啦，你10幾年、20年唔要緊啦，特別問一陣。4-5年一路零一路聽，我就未得。喂，特啲 YouTube 嘅人講即係 Chinaman trade slogan 是我做Lucy 會輸。特別有人做咧冇代志，做咧水啊冇代志，我零嘅我喺度聽咯。我差唔多要笑蛋啦，差唔多6點鐘，特別我話就是人冇機會講到一個學你講。冇人吹機咧，未講大冧正，而且話哋咧未講大冧正，咱講未啦，即係第二擺講呀，我諗乜講過啊，吹機嘅即係第二擺啊，我有人會講哦，我冇理冇人講，我講一個啊，嚟小打，我講做咩事我變吹機，我 process 就係兩仔啦，特別 clubhouse 人，我變吹機就是上啊嘛，所以我變吹機時我變只我就變邊嘅，我自己那是當今好個仔，我當今我做一對呢，我就一對呢。然後我就變較少，無嚟講係我就被偷嘅 Invisalign，我被看下 Invisalign 幾厲害，我被看我偷嘅 Invisalign 咗，當肯定我每人，但是我被看，咁我偷嚟看，然後我偷嘅 Invisalign 食了，我變出去一個嚟食嚇，所以偷了我才食了時，我就被夾水洗出咯。就夾個呢清了時，我就喙齒邊電喙齒邊個了啦，邊個了時我就 floss 過嘅時，我佢用 water pick dry。特別 lunch time 時，sometimes 我冇 water pick，because 我到 office 嗰陣時，所以我就邊喙齒特別我邊個 floss 就係了時阿妹當然是呢度邊 floss 了 water pick。了解程度為 retain 咧，就佢唔是為 Invisalign，我 Invisalign 嗰條寫咧，嗰條前期即係硬時特別尖嗰啲物件，冇就是我係叫咩啊 ？ultrasonic 嘅 cleaner 啊，你係只係 ultrasonic 做喺轉咧時，你成日 deposit 嘅咧出嚟嘅咧，啱。所以我平常時啊，我講 OK， 我面出 key 啫，我講我面出 key 時，其實我是特別做啲曬 process 嘅啦，所以特別 take time 嘅就，我面出 key 時 at least 特別20分鐘19分鐘。阿 John 都講我拍未到，我都是 obsess。嚇，你講。啊，你看，今日
这类是干呀是 flossing 呀，我讲几行啊，几行。這是 brush，inter Chucky brush，同埋 clubhouse 上面講。這是咧 floss，這是上加攏去看下這就是垃圾垃圾，後尾參考頭整頭碌擦就壞。有，然後這類咧是 green 這是大管杯啦。你睇到你面頭整下。喺呢邊頭整下，嗰度下啲布去，即係下面哦，本是 bristle 啦，本是 bristle 啦。係 interdental brush。interdental brush。แล้วน่ะจิเลแล้วกูน่ะสิ講是กันเนี่ย floss น่ะจิเลกันแล้วสิที่ไว้ใจเก่ง啦 because จิเลสิว่า大จิ用嘅啦。แล้วจิกูจิเล dental floss กู dental tape กู dental floss 啊。你 dental tape กับ dental floss 係咪冇相？dental tape 是較肥，แล้วลู floss 是較硬，แล้ว dental floss 是較สั้，所以你想你碰這樣細是你都用 dental floss。你 I think 你 tape 是你 tape 伊是寫伊較寬，伊唔是較肥，伊較薄，特別較寬，對唔對？伊寫幾條呢？伊寫幾條呢？較扁，所以伊較用 slide 入去，แล้ว伊特別伊較寬淡薄嘅。Yeah，and then 這個咧我是把你較發現嘅啦。真正好用，แล้ว這類都是人做braces 是人用嘅這 brush。แล้ว一類是啲內邊，แล้ว一類是啲外邊。แล้วกู用，แล้ว我用เลย water pick 啊，特別當今我 because 我 obsess 啊，我 tricky 啊，enamel 講薄。裏邊小刮。用 water pick 一小零。แล้ว你係做追邊邊啊？是啦，特別做啦，個半段嘛。然後迄個變喙齒啊，我本是我用 Oral-B 本用，迄個 Sonic 電的Sonic Care 本用 Oral-B 本用。特別啊，我是老實個亂講啦，若是你是 obsess 啊，你較好唔通用你想，我想這下。Because 我用咧電嘅，我真舒服嘛。我用得安尼隻啊，都是我喙齒當今 enamel 變薄，都是。我老公教我講本。伊講你問字，伊叫我唔通字。伊講你 because 你已經伊家己播了嘛，伊叫我下掉 contact， 然後你叫我問 put pressure 上隻 pressure 就叫我喙齒。我係是你若是你 pressure 啊，伊 stop 嘅 ，because 伊再講你上當嘛。特別我係 mistake 是係咩咗？我 because 我就 obsess 啊，我俾伊過個你 polish，แล้ว過個你 massage， 過個你做 sensitive 係咪啊？你咪講爽咯 ，to me 我是成日為 enjoyment experience 啊。特別啊，做，你做講幾年啊？你喙齒啊變，你 enamel 變成薄，去哈。然後就行，你就薄啦，你就變 sensitive 啊。你別薄啦，你可能用 pro enamel 誒，迄個喙齒膏爾啦。然後佢特別用迄個 fluoride 上加迄個。我咁啲講。但係我若是人講伊係買時啊，我就解講變了。若是你是 obsess 嘅人啊，你較好唔通。I think obsess 嘅人已經有誒。特別好，我用佢哋 ultrasonic 我就半段，我係 Loki 我就應該免 push 啦，免係 Loki 呢。對我嚟講我就應，我免個用出力，邊 keep 邊錄免係 Loki 出嚟。你是伊是寫出去。邊嚟行嘅？寫出去邊行嘅？但係就就我寫出聲是住嚇，別講嘅。我啊？頂是你嚇，不咁啲。我講別使用上骨，冇就添又就借。伊個出去邊冇會個定嘅，會個軟嘅，所以是講你用係你就用 soft bristles 嘅咯，個軟嘅。清啊，清。清。冇要學 sensitive， sensitive 冇 sensitive。個靈芝嚟啦。個靈芝喺度會講出去本啊。個靈芝會講出去啊，嚟講。是啊，我 confess 嘅物件。你看咩？我 confess 嘅物件，我細漢啊，細 OAC 唔是有咪是來個路做出去。對，我等佢啊。我等嘅，係啦，我就沒事。我一年級嘅六年級是上人嘅啦。係啦，以前就錯咯。School nurse 啊。入去，一幫伊跳落去，然後攞嚟拗嘅嘛。你 get 呀？跳仔啊！係啦，一年級、三年級，但係伊來時候，
成個叫 student 嘅一個係 blue 嘅 report 啦嚇，係你 student 做了，佢叫 student 嘅一個新嘅嚟叫個另外一個人咯。係了，一年級、三年級、四年級，我做緊四年級嘅時候，時我去做好了，係了，伊叫我嘅把你 student 嘅卡起啦，伊叫我幫我卡接下你成個一個唔知 basket 裏邊嗰嗱，係了，我嘅走去哦，我嘅對住哦，係了。我個驚你下時我講，如果我咪做啊，會拗，但係食飽下課了，我會拗嘅嘛，做啊。係啦，你直接幫我報告嚟，我驚幾日咋？我驚人發現咯，我夾對厝啊嗬，我唔知安怎毀滅你證據啊嗬，我夾去燒喎。哇！佢睇寫寫下嘅事。哇！你 dramatic 哦，夾去燒啊！夾去燒。係啦，講你結嘅事過嚟咯，驚咯，驚。誒，係咪一特特你冇？我是叫你先你結過，了係你入去笑了，講你結啦，到底嚟下？一個係了個驚咯，一叫講是班阿個三節你看嘛，我未記啦。係了，就再一嚟了嗬，start 叫啊你 class 嘅人我就驚攞三節看咋，係了，嗰啦你結本上哦，個嚟是個驚攞三節咯，真驚嘅哇！你 guilty 啊！你 guilty。咱唔是上學堂嘅人嘛，特別大經學堂嘅你最基嘅面試，嗰陣時人哋排試嘅咩？即係錯咯，人家 control 啊，特別 control 你只學生啫。是啊，人哋我學堂本時就排試嘅咋，我入學嘅本時就排試嘅。哦。已經係嚟嘛？個了，唔知啊。是啊，因咁了，because 我唔是頭先聽到一個故事，我頭先就上年特別冇上學堂嘅人教我講到對古早學堂小學嘅係一個牙科試嘅時，一個老官啊面試啊，咁了是學嘅就真奇怪哦。Because 你真 actually 好 long time 唔知我係即我係即唔是即是 clinic 啦，但啲 clinic 嘅會，但係冇啱係 clinic 會有一個面試，我就驚嘢，一隻派就錯人，睇你本啊，然後我叫伊咪故事，呢邊隻旁，所以叫咪故事。我細細行到隻可能畫面咧，就細細時，我把路家。即係講會是啦會呢，我媽講，我呢一邊隻學數，我講媽講自己，我冇時間即係咪故事，我講媽講，所以變咗嗰啲人佢勁出人，嗰啲叫咪故事啊，然之後咪試邊碰碰識叫咪故事，佢講人受這個結果，佢叫咩咪故事咯？嗱你叫咩先？係咯，嗱你叫先咩咪故？啊，嗰就做咩包槍咯？啊，毛毛菇冇講到個毛毛菇 ，tricky 嘅。毛牛啊！你有出去告訴講哦，我司機先攞你那邊在只撥掉。哦，班人你班幾掉了，班司機上司啊？可能好啦，攞你嚟，你200啊2020個2021啦，攞機，有攞燒嘢嚟。喲，你燒啊！噔，好難看掉，都好難看。Oh my god！這是他自己。喲，你笑到大家都冇成，你冇成日去即劍店解上起來一個手指嚟稱嘅。我綁到這裏出嚟。這係自己劍名稱態咧。OK。你咪當都發嘅。冇啦，騙人啦，這是第二機。哦，哇！你寫我看到我一點，你寫一直啥？冇啦，你本來去了啦，這是第三機。哇！呀，那個一機是有 crowning 嘅啦 ，crowning 嘅本條查撥啦，個假呢。你查撥，你係安怎？我當然查撥啦 ，because MCO 了，佢有人怎講愛出嚟學我去做迄個 implant 嘛，我當然排期掉咯。哦，所以你就排隊掉，做implant當劍是坑啊？當然是坑。因為我未看到你冇出去嘅，你笑下。哦，就啲後尾餅冇會看到，哦，後尾餅掉嚇，然後聽甲未打閒，好似種人講唔知是真嘅啊，比I mean假聽，聽過人成驚。哦，你捌聽過咩？聽過人講嘅啦，這句話。這句話是人講嘅，然後唔知是啥。我本時我同你講，我頭先都夾到對嚟時，我寫進去咧，佢又。
喺啲棍裏邊啊，你冇啊，得咯，較驚得冇，較驚得冇。啊，得咯嚇，你哦你都係浸 Listerine， 哦，要浸水嘅，浸水嘅。啊，都係浸啲 Listerine。頭先有隻臭嘅，隻臭嘢。啊，隻歐朗嘅隻臭嘢。臭歐朗。我笑起嚟。我唔捌喎，暫時我唔捌暫時我啲韓國版嘅注意咯，我估就一邊咧冇啦。韓國版跪拜嘅啦，你成日跪拜，成日隻人嘅吹咧，我都話好笑咯。佢冚起嚟呢個，佢吹啊！敢撈出嚟！你敢撈？啊，吹掉啦，媽媽誒，攏講媽媽誒，有人燒女囡仔誒 milk tea 咯，規 set 嘅 milk tea。哎呦，我冇聽過。冇啦，古早啊。我係驚嘅咯，我把老燒。嚇，都燒啊，咁細。我好燒。隔了會細漢嘅手機啊。我都細講緊你俾，我等到燒時，嗰我囡仔講緊20歲啊，我等到燒嘅時，即係嚟燒呢嗬。講緊真水，有一類使 Lazada 買嚟，伊一類 set 吼，類使燒啊，你下到伊一類壓位，有一類壓安尼燒。我每隻啦，古早我嘅 parents 係咪講愛掂門層卡，我是掂厝杜丁。安怎會無地氣呢嚇？安怎會無地氣呢嚇？吹無嘅喎。冇地氣喎，話多啲類手機為了開多啲妹嘅，開妹，我掉過本，啊，佢經惡數嘅，哦，佢哋經惡數，笨蛋，啊，經惡數嘅喎，梗係好好笑嚟，我老伯，你假如講話咧，冚妹砰，我都自己走出嚟啊，係啦，攞乜住夾板夾機出去嘅，到時人哋玩啊。哦，你唔是你日超 Q 啊？我是日超有喺啲零一條。啊！我7歲時啊，我係燒啲5歲咯，6歲咯，然後我係吹起搖啊，然後伊講姐我幫你拔，要不要？我講 OK，伊6歲了嘛，伊袂曉做啥物物件嘛，別 no that。佢講你一等嘅話，伊2歲6歲點先？6歲幾啦，6歲幾啦 ，and then 嚇，迄黐孖筋嚇，伊去8歲吹起，我腦筋吹起就是搖嘅啦，然後頭一個是真搖愛落嘅，然後伊看。愛落嘅啊！伊甲我扮迄個較暗嘅，哇！你小電腦去做dentist啊？你小弟 train 咯，有咩事 train 咯？有你嚟 train。你話你冇做 dentist， 你邊做 dentist 啊？冇下 IT 哦，把你家讀了呢，黐孖筋。哎呦，好笑！你人就人捌聽過啥？落棍去學落看，出去落棍了拍針一支了板8支。誒，我就隻眼。我聽過。解哦，即係落棍就過佢講。有棍昂咯。係啦，有棍昂就是。我尋物件補充咯。我特登去做出去時，我驚一項物件，你知道？我驚講我係知哦，可以物件刮掉啦，還是簽掉啦，啊無我驚講我加掉伊物件。我真係驚咯！哦，我係知特別熟了，熟，特別攤啦，你除啊，所以你就係講特登日讀嗰陣時，你知嘅當嘢嘛，是就 normal 嘅 reflection 嘛，所以就驚我係知會掉，係刮掉嘅，但我係驚。我是你，如果嗰個，OK，嚟。我拄到一個 dentist 啦，有一個 assistant 咧，甲你數，你會去你問啊，然後你物件，然後嗰陣時我看到過嘅，然後就是這個assistant 啊，伊無冚喙嘅啦，喺度在伊做，伊是馬來來，喺度在伊做咩哦？伊會主動來冚咗伊喙。所以一部mask 啊，一部 mask 嘅主動冚。伊主動開來，我看到他零數。哦，because 這樣咪說，一樣做，那是一盤只隻咧，把啲嘢
嘢 particular 也注意喷嘅啫，嚇，所以噴住佢，所以就俾穿 mask 成日看到 ，maybe 一鼻胡啊嚟，一嚟做 assistant 咧，別記穿 mask 嘅話，所以哎呀鼻胡啊，佢出牙嘢，你都當冚掉。條先嘢都當冚啦，我覺得講唔正。OK， 補充。แล้วตอนนั้นก็เขาจะสื่อจะหลัง出聲มั้งเหรอก็เขา想出聲。冇啊，冇人出聲。I think 是阿龍是佢講，阿龍是佢講電腦嗬，咁樣唔知幾點整啊？係啦，我點整嘅就攞字咯。OK，半三節啊。我半點去偷誒，係你 invisible 可能看，咩咧？對嘅字啊，講個這邊先啊，แล้ว當那是。希望同媽媽講，你告訴我咱卡門女啊，我哋車到我吹。我佢記過那股啊 ，traumatise， 一個是到底我知會跌，咁唔是到底我吹邊啊。Anyway， 那就綁喺 sound effect 啦，咁驚。你好，人車嘅聲，唔是你換車嘅聲，車吹氣嘅聲。感謝我特別嘉賓，㗎啦，到啲 clubhouse 嘅特別嘉賓，㗎到啲個 clubhouse 一啲嘅節目，哇！你最人嚟聽。แล้วก็ตอนที่ Google Meet ว่าไว้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สิใน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ตอนกินกันบ่บุญเตะ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บ่哇這聲乜冇啊聽到係紅線佢就大聲紅線哎呦死我怕車都一個 computer 都俾盲妹你係死我嘛是用線嘅 computer 你攰真攰你線嘅啦是咪是你線嘅我嘛是啲單調。哦，yeah，OK，其實咱講緊 between show 時候講 ，OK，แล้ว感謝我幫嘅羅賓嘅就係嘉賓，講到我上到我嘅 computer 嘅時我就起出，แล้วแล้ว咱下禮拜嘅到對嚟見 OK， 拜拜，感謝，拜拜。爸爸喂 ，OK， แล้วก็YouTube YouTube 嘅人那是 Boy Rude YouTube 嘅人到啲這邊頂一禮拜冇看到，到這邊看，然後這邊但 subscribe 點看點聽，然後等下入正嘅往現條錄音是一個主人通知咯，然後未走掉去嘛，聽到往現條錄音，然後個一啲買 T-shirt 佢哋嗰條，我嘛搬出來，所以是嗰條 T-shirt 就當買就當買帶，感謝下禮拜再見，拜拜。安裝咱嚟怪冇出聲啷個啦。